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个，哎，等一下，我又忘记，我又把麦克风。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我们昨天呢开始帮同学建造了一座藏文的建筑。好，然后呢，我们昨天有说过哈。等一下我先开这个。好，我们今天是8月16号，礼拜二，好是法光暑期藏语入门下的第2堂课。好，那我们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八转声，好的这个先概说整个八转声，然后再分别讲属格跟坐格哈。我记得我以前上这个课的时候，然后有个同学就说，哎，他没有，哎，他好像是他好像是从入门上好，然后要跳到入门下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明天要教什么？”他刚好是入门上最后一堂。我说那个属格跟坐格，他说那我都会了，我第3堂课再来。我说好啊，你不要后悔。后来他隔天有来哈，就是以前入门下的第1堂其实就直接教格助词哈。然后他第1堂他就来，他就发现其实属格跟坐格完全不是他想的那么回事哈。所以他这刚跟同学讲哦，就口语跟书面语完全是2回事哈。好，那我们昨天帮同学建造了一座藏文的建筑哈。那句型我们有说它其实就像钢骨结构哈。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玩，因为你跟小朋友讲他也可以接受哈。比方说我们的句型哈，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钢筋一样哈，就是句型就像我们的钢骨，现在都要防震嘛哈，所以都要用钢骨结构。然后这个实词其实就像建材，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实词，的构成，其实是我蛮晚期才教的哈。因为我以前我觉得这个同学应该自己会猜，好，就发现不是那一回事哈。好，那实词其实就像建材哈，你可以决定，好，你可以决定，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好，你可以决定你要使用的建材，是石造的还是木造的，好，有人喜欢传统的嘛哈，砖瓦的。好，有人喜欢红墙绿瓦，好，那你也可以用茅草啊。你说夏天凉啊，好，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决定。好，所以诗词的选择上面，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你喜欢收集的这种单字，这样可以吗？哦，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哈。然后呢，今天开始我们要教的这个虚词，好，我们今天教的是虚词里面的格助词，好，但是反正从今天开始，好，然后呢一直连续有。这个很多堂，好像9堂吧，都是讲虚词的哈。那其实虚词比较像这个那叫什么？水泥。好，如果你是那叫什么？钢筋水泥的哈，就是水泥。好，或者是钉子。好，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以前那个，以前有个那个。有部小说是叫《人间》，还是戏剧叫《人间四月天》，然后有个林徽因，她的老公吧，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还是林徽因就是我忘记了，很久以前。好，然后他的建筑很有名，都不用钉子，他就用卡榫。好，所以虚词有点像水泥，有点像粘着剂哈，你可以说是水泥。好，然后你也可以说是梁思成吗？你好厉害啊，好像是林徽因的老公，好像是哈。哦，你很厉害啊。很久以前了哈，就是很久以前看。好，你可以说是水泥，或者说木榫，那个卡榫哈，或者是钉子哈，钉子。假设你是木头制造小木屋那一种哈，你就可以是钉子哈。那我们昨天有跟同学讲哈，就是说虚词虽然不能单独存在，好，可是它确实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好，如果你就是虚词就像整座建筑的粘着剂哈，决定句子里面哈，决定你所造的句子哈的，或说你要拆解别人的句子里面的也可以哈，就是决定句子里实词之间的关联哈。然后那个少了它，好，其实句型并没有办法建构，你只有实词是没有用的。有同学就只会背单词，可他一句都讲不出来，好，那有什么用？好，不但讲不出来是一回事，你一句都没有办法解，你法本一句都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呢？哈，我是觉得至少
你要全面的结构都要是完整的哈。好，然后我们第11堂、第12堂我们要讲的动词哈，其实它就是建筑的灵魂、核心的灵魂所在。好，然后同学一定会说，为什么建筑物有灵魂？当然有哈。好，就是它这个其实动词最重要哈，它是句子的，就是你的建筑的啊，你的藏文建筑的核心跟灵魂所在。好，因为你讲这些其实都是跟动词有关。好，什么样子的句型也是以动词为基准。好，分成3大基本句型，9种句型结构。好，然后格助词也都围绕着动词而转。好，所以呢，其实动词它就是这个建筑的核心跟灵魂。我想我同学OK， 比方说啦哈，比方说你的就它有点牵涉说这个建筑的基本功能。比方说你今天要造的是体育馆，对不对哈？或者是高楼大厦，好，假设你是建商哈，或者是透天厝，好，或者是国宅，好，你反正你就是那个目的哈，那个需求都不一样哈。好，那或者是说，假设你是建商，你的基本功能是什么？那或者说你是建筑师，你的理念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建造的是温馨的民宿，我喜欢哈，或是那个度假小木屋啊，以前我都会带我儿子去偶尔去住一下哈。好，或者说你要景观别墅，好，就是可以这个有很漂亮的 view 的那种景观别墅，好，它就是各种不同的功能跟需求，好，这个完全哈都是动词在控制的，你的那个上文的句子里面哈。好，所以呢，像我们入门上我们拼音的时候，我们是用金字塔跟同学比喻，哈，就是说你的底部一定要稳固啊，30个字母一定要稳固，然后4个元音符号，10个后加字，慢慢往上叠，好，一样的哈，不管你是用金字塔还是用我们的入门下用建筑来做比喻，我觉得我啦哈，我希望同学们的基础能够稳固，好，然后不论是拼音还是文法，好，我想这就是藏语入门课程的最高宗旨哈，我觉得啦哈，个人我觉得我的最大任务就是这个哈。那有一点同学不用担心哈，我觉得不会藏私啦，也不会留一手。好，可是不会我也说不会啊，我不会装会哈，反正不会我再学就好了哈。然后因为只有努力的教藏文哈，特别是藏语中级，好，因为坦白讲基础我已经教到有点不想再教了。好，入门已经有一点，因为入门坦白讲啦，你字母就是那一些嘛哈，然后那个藏文那个文法的时候，格助词也就那些，那不是我可以去创造或者是什么哈。那但是这中级我觉得还蛮有进步的空间哈。那唯有努力去教哈自己的藏文，我自己的藏文哈，才能更上一层楼哈。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去什么留学等等之类的哈。好，然后呢，今天哈我要跟同学讲哈，我们学习虚词。好，我们必须先从八转身入手。好，当然也有的老师他会从这个八转身之外的的八转身之外的虚词哈，因为八转身就格助词，八转身之外的虚词开始教起哈。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八转身开始学起哈。那它其实八转身其实就是我们口语当中所谓的格助词哈。那我记得我有一年暑假哈，应该是我第一次教暑期班哈，因为一开始我是先教春秋2季分开的哈，然后那个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教暑期班哈。那个好像第一年教暑期班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班很多那个踢馆的同学啊，所以我记得我上完那个暑期班，我都不想讲话了哈，我完全不想讲话哈。好，然后那叫什么？就是尤其是格助词的部分哈，那挫折感真的很大哈。那我们叫格助词哈，到底什么叫格助词？因为虽然说我范文里面我们也有学习所谓的什么格什么格，好，可是格助词跟什么格什么格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概念哈。那你真的变成藏文之后，你要怎么让同学可以容易懂？好，其实是有一点点，等一下会跟同学讲，有一些要诀，比方说第一转身本体格千万不能翻主词，很多书本都写主词，完蛋。
真的完蛋哈。所以第一个本体格千万不能翻，主词不行，主格也不行。有问题，都会有问题，你一定要翻本体格，好，你一定要从藏文的那个词去着手，你绝对不能被中文绑架，好，这是先跟同学讲哈。好，首先什么叫格助词哈？后来就我大概有3天不想讲话哈，就话讲太多，不想再讲哈。那有一天我去逛地下街，我喜欢逛地下街哈，因为去地下街可以走10000步。好，我从那个台北地下街，然后站前地下街到中山地下街到双连站哈，然后再坐捷运回来哈。然后这个就看到那个时候了哈，现在不流行，那个时候很流行一种叫格子铺，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过格子铺哈，就是它可能一些手做的这种艺术家，包含我自己，应该都算那种手作艺术家。好，格子铺就是那个每个人他都可以去租一个格子嘛，哈，然后他就里面一格一格，然后放他的手做的这种文艺商品，哈，类似这样子的，好，然后那个我就看到格子铺，我突然有一点点灵感哈。好，所谓的格助词，我们平常常讲什么格，我们都说什么人格，他人格怎么样哈，他格调怎么样哈，品格怎么样哈。就像我们昨天讲什么叫词数，或者有位数、朴数哈，就是不是那元素哈，类似像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明言安利的原因是什么哈？为什么要叫格助词哈？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区隔每个不同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商家好他的作品好，因为不算商家了，艺术家好他的作品好，所以这个就叫做格好。所以你看你看后来我发现哈，完全都不要被中文绑架。你如果从藏文去看，其实非常清楚哈。我们看这个 nam ye ge 哈，nam ye ge 其实就是格助词，或者我们讲的八转身。8种格助词或8转身哈。好 ，nam 的话呢就是加以的意思。好，然后呢这个耶哈，桃哇也的呀怎么耶？应该念 nam 耶哈 ，nam 耶哈，耶哇是区隔区分。好，你可以念 nam 耶节好，然后节的话是8好，然后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加以区分的意思。好，就是说它如果贴在某个实词，标示某个实词的话，好，它就代表就是代表这个实词在句子里面所担任的角色，其实就是这样。好，它就是让这个实词在句子里面有所区隔的意思。好，其实就是这个number 夜瓦它其实这个缩写，这个 number 是一个程度副词，我们明天有给同学补充。其实就是加以区分的意思所以说穿了这个格助词其实就是这样可是我要跟同学讲，8转身就不是这样那因为我们如果要入门下，就是要教，就是要进入门下教文法的时候，刚刚吃螺丝好，教格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8转身开始讲起。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源自于梵文的8转身，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还是 nam ye ge 我们还是入门下我们就叫8转身那入门上我们就叫8种格助词好，类似像这样好，然后为什么要从8转身说起呢因为8转身其实它跟动词的关系每个句子的动词关系比较密切那如果说相较于其他的虚词就是格助词以外的虚词来说它跟动词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格助词以外的以外的虚词，我们之后就会教就是在应该这个礼拜我搞不好就会教搞不好半堂就会教到好，那格助词以外的虚词，坦白说，它比较像连接词，有可能连接句子，片语跟片语之间，或短句跟短句之间的这种连接词那也有可能是标点符号，甚至有的是标点符号，或者是说什么引号啦、逗点啦、句点啦等等之类的像完结声就比较像句点所以它跟8转身比起来。就是跟8种格助词比起来，它的地位，就是对于动词的影响就会比较弱，它比较像组合句子跟句子之间的这种关联词，所以这个
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先从格助词、八转身开始学起哈，不要先从格助词以外的虚词开始学。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就对于这个句型的凝聚的力，好，你会比较强一点哈。好，这是这个第一点哈。然后好，然后呢，以前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教就是我上次之前啊，跟同学讲说，格助词其实跟动词比较有关系哈。有同学就举出反证哈，其实我不怕同学踢馆了哈。有同学说，我们今天要学的属格哈，它比较就是属格，其实在片语当中，因为这也是我讲哈，在片语当中就能够使用，不一定要使用在句子当中。好，那很多同学就说，那老师照你所说的哈，你的属格在片语当中就能使用。那照理讲，它不用使用不需要放在句子里面，它就可以成立。好，那为什么它跟动词比较有关系呢？哈，我要跟同学讲有哦。好，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入门上的这个三大基本句型，我们在学最简单的比方说 A 加 B 加判断动词，好，四字句，好，那我们就有跟同学说，因为我们其实从入门上，我们就训练同学这种扩充句子的方式，好，所以我们说那个 A 跟 B 都可以扩充，好，那后置修饰比较简单哈，就直接加上形容词、量词、数词、多数词等等之类的哈，不定冠词。好，可是前置修饰我们就会透过属格。好，而且我们用的非常多，我们入门上就使用过很多属格。好，所以属格虽然说它不需要动词，本身就可以成立片语。好，可是它在这个整个句子当中，其实它有点像，等一下我们讲就知道，它有点像有字句当中的那种理念一样。好，它属格它可以显示句子当中实词之间的邻属跟依存的关系，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好，所以其实它也虽然说它不需要就是加上动词，它本身就可以成立一个片语。好，比如说名词片语，我们今天有很多补充哈。形容词片语名词片语，它本身就可以独立存在。好，不需要就是意思就是说，它不需要放到句子当中，它本身就可以独立存在。好，那但是其实你一旦放到句子当中，它跟那个动词的关系其实就是非常密切哈。好，这是第一点哈。然后呢，今天呢，我还是先讲一下讲义哈。等一下哈。我已经尽量了哈，忍耐不要讲太多。好，我们今天的讲义有2份哈，如果没有收到的同学，赶快用脸书跟我讲。好，我的脸书就是我的本名，好，然后去搜寻，公开的应该是可以哈。有2份，一个是西藏文法典研究哈，那这一份的话是从8转身都有哈，就齐全的哈。好，然后另外一份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比较主要要上的这个讲义哈，那它是今天我们只讲属格跟作格哈，所以这份里面我就剪属格跟作格哈，那这一份我们就暂时不讲哈。那但是我坦白讲，这一份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哈。好，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句子，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哈。好，那但是拿来上课就是不适合了哈，因为我们有一年那个西藏文法典研究那个讲义，其实比那个另外一份讲义还要晚做哈。那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年暑期班哈，然后那个肖老师他有开一堂课，我刚刚找半天哈，叫做西藏文法典研究。好，同学看好像是反的。好，好，就这一本书哈，他就开那个肖老师他开课嘛哈，那我刚好在那个帮同学上初级的班，那因为他是后半部，比如说像现在藏语入门下的时候他才开，然后我就带着藏语入门上的同学一起上去学，好，就是帮老师一下嘛，好，就是捧场哈，我有缴学费哦，全额的哈，好，然后我上午上完，下午还要上藏语入门下哈，那但是我带同学上去上，可是同学就说老师我真的听不懂哈，因为我自己他说我们才刚开始学藏文，虚词的那个概念都没有稳固啊，那它里面的说明很多都有虚词哈，就是好像以彼之矛攻彼之盾那种感觉。他说他们根本听不懂哈，那为了他们，我就真的把那个就是它里面的
那个例子哈，我稍微把它就是解释一下，然后做成一份讲义哈，就是给当时的同学分享的哈。可是后来我有拿来上课用，不行哈，就是你拿来上课就是涅槃寂静，好，就全班就睡着了哈。不管你喝咖啡啦哈，就是绿油精啦、精油啦，我们班什么味道都有，都没有用哈。那后来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一份讲义哈，就是我之前在那一年的前一年哈，好像2015年做的吧哈，就是我是从藏文的歌词里面好去找这个例子哈。那我觉得它是比较平易近人，比较接地气。好，那我就找藏文歌曲当中的歌词哈，或者是说诗词寄颂，或者是格言啊，也有萨迦格言里面的句子哈，比较没有这种统战的意味哈。我要跟同学讲，我刚刚找半天哈，我们早期的文法书就这2本啊哈，这本还买得到哈，简明藏文文法。我要跟同学讲哈，一点都不简明啊。好，然后还有一本，这本买不到，我们用抠的哈，叫做实用藏文文法哈。那这本很有名哦，歌商居勉老师写的哈。然后它就是我们几乎是靠这2本哈，就是学的哈。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哈，它里面有很可怕的哈。它就很像，有点像毛语录哈，有点那种可怕的置入性行销哈。因为呢，藏文的书籍你如果没有加这种句子哈，它是没有办法出版的哈，就是红色恐怖嘛哈。所以这个是你，而且你学那种句子，你完全不敢跟藏人讲我那个。明天的西藏文法典研究的那个影片里面就有一句是这个，可是我跟同学讲，那个作者是藏人哦，而且他是很有名的，叫柴旦夏荣哈。那本书我现在找不到，我等一下再找哈。他是很有名的这个文法学家哈，他会把比如说属格有5个变体，对不对？他会用5个不同的变体，然后造出5个例句，而且那5个例句连起来是一篇文章。真的很厉害，我就用他的哈，结果就被一个藏人骂，他就说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共的派来的还是什么的哈？好，那我就说我是台湾人哈，然后我就跟他沟通，那不然你写啊，好，那我跟你讲，他有写书，然后他是一个藏学研究者，他会写一大堆骂中共的书。那我说，那你少骂人一点，帮我们写一本文法书哈。我用藏文跟他讲，没有啊，到现在都还没有哈，好几年了哈。好，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哈，就是我们当年学文法的时候，真的是困难重重。好，那包含说我们学的句子完全不能开口。无法对藏人歧视哈。好，所以这个要跟同学讲哈，就是好。后来我还是决定上平易近人的那个哈。好，然后那个等一下我看我们什么没有讲的。OK， 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好，我刚刚有跟同学讲，我们一定要从八转身，好，就是虽然说它听起来比较可怕，好，比方说我们那个明天的拉类格，好，我们那个玄奘法师翻八转身是玄奘法师的翻译，哈，那玄奘法师把拉类格翻成七罗僧，好，同学都吓死了哈，更不要想说去理解它的内容，可是一定要哈，我们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跟同学说明什么叫做转身。为什么玄奘法师翻转身？就像我们刚刚说，我去逛到格子铺，终于理解为什么叫格助词。好，对，格助词也可以叫判位词。要跟同学讲哈，因为有的书会写判位词哈，它不写格助词，也不写八转身哈。好，八转身可以叫做格助词，格助词应该是最常听的哈。好，或者是判位词。判位词比较像藏文，哈，那么业给哈，就是加以区分判断每个实词的属性的这样的词。好，你可以透过这个词，哈，这个虚词，然后去了解每个实词在句子当中所担任的角色，好不好？就判位词、格助词或八转身。好，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从八转身开始学哈。那因为我们以前念法光的时候，佛言所授，我们翻八藏都是必修的哈。那我们恒庆法师也有教我们什么叫做八转身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拿着表格在那边背哈。好，总共9个表格。好，然后比方说有阿母音结尾的哈。我现在只记得阿母音，有阿母音结尾的哈，也有阿母音长音的结尾哈。然后这个好像是阳性的。好，
然后这好像是阴性的哈。好，然后它的表格很可怕哈，就是说每一个词哈有阳性、阴性之分哈，然后它还有这个阳性、阴性，还有个中性哈，有那个3个性别哈，阳性、阴性跟中性，中性我已经忘记了，有3个数哈，有那个隔性数哈，好，3个数是单数。啊，一朵花好，跟双数2朵花，那个花字，那个花那个字不一样，花本身不一样哈。好，还有复数3者以上哈，复数。好，然后呢有8个格哈，就是有8个格哈，然后那个有3个姓，有3个数3个姓。好，所以我们每一个表格，我们就3824再乘以3，都有72种变化就对了。好，我已经全部忘光了哈。好，然后呢，我要跟同学讲哈，可是范文哈，它确实有它的优点哈。为什么呢？好，因为范文假设一个词哈，就是一个片语哈。假设一朵美丽的花，好，假设那个花是中性的话，我记得是中性哈，它的也要中性。好，就是数词、量词，然后形容词跟名词，全部都要同格、同姓、同数。我想这就是关键所在哈，同格、同姓、同数，同格、同姓、格姓数，全部都要一致。好，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哈？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念诵起来的时候非常好听，好，朗诵起来的时候非常好听。你不要讲那个范文哈，讲巴利语你就知道哈。虽然巴利语的那个好像它连音没有那叫什么范文那么的严谨哈，就它比较简单一点点哈，可是也是非常优美哈，非常好听。我记得以前那个高老师有让我们背那个每一天背一个巴利语的寄诵，好，我记得有背词经，就是很好听，你就觉得很好听哈。可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哈，那个哈，我要跟同学讲，巴利语还是可以说的语言哈。那如果说我们以前的那个善构语哈，就是找古代的范文、古范语哈，其实它是不能日常生活当中是不能说的。好，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讲话的时候，你意会到说，我现在讲这个词是什么格、什么姓、什么数，然后整句都要同格、同姓、同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好，可是你如果拿来当成祭祀的语言，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好听的一个祭祀语言。好，那我要跟同学讲哈。然后那个土密散步长，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有智慧哈。我们那个学拼音的时候就有跟同学讲，其实他字母也完全是取自于范文的字母。好，可是你看他抄了copy 了前面4组哈，到第5组第3个字开始，他就按照他自成他就自成一格，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摆，好，训练我们这个容易混淆的发音部位，好不好？我觉得他是很睿智、很有智慧的哈。同样的哈，他认为哈，这个范文的8转声哈，就是他每一个实词好的字尾都要变，好，根据它的中心语好的格性数，然后全部统一。好，那他认为这样子就是你要背，等于每个单字你都要背72种变化嘛，哈，那怎么可能，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你看哦，范文的格助词的形式其实是源自于范文的8转声。什么叫转声？哈，就是它字尾会变化。转声的意思哦，这个字哈，你不要看它有口部哈，它其实就是转变的转哈。那以前因为翻译佛经，你只要是佛经的名相，你都要给它加个部首，让它区别是佛经的用语还是一般的用语。好，像那个七罗声也是一样，好，它也是加一个错字部，好，其他就是转那个啦的音哈。好，它其实就是转变字尾的声音。每一个词哦，哈，转变字尾声音。我还有范文课本，我等一下找。好，转变字尾的声音哈。我很多范文课本都送同学了，因为我都忘光了哈，所以我就送人了哈。好，它会转变几个字母哈，等一下给同学看哈。我是用那个罗马转写了哈，那用天成体头更痛。好，好，那个藏文格助词形式其实是源自于8转声哈。然后呢，好，我们来看哈。
好，那根据因为这是三藏法师他所说的哈，那根据三藏那个八转生是唐三藏啊玄奘法师哈他所翻译的哈的名相哈，然后根据三藏法师传记哈所记载哈，就是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当中有写到哈，梵文的八转生是什么呢？一拳诸法体。就是我们的本体格哈，二拳所作业就是我们的业格哈，三拳作具与能作者就是我们的作格哈，然后四拳所谓事就是我们的第四转生位格，五拳所因事哈就是我们的从格好，然后六拳所属是我们今天要教的哈这个属格，我们今天要教第六转跟第三转哈，三拳就是作格哈，第三转生好，然后呢？第七拳所依事就是我们的依格，八拳呼召事就是我们的呼格。好，那这是玄奘法师他的翻译哈，翻译的非常的准哈。然后我们刚好跟同学讲，其实它就是古代的梵文哈，不是现在的 Hindi 哦哈，不是现在的印度语哈。好，古代的梵文呢哈，它其实是有字尾是有变化的哈。好，然后呢，它每一个词都要根据它的中心语的格性数做一个统一哈。那图米什木展呢，就沿袭梵文的格式，这真的有。我们藏语中期的时候，有一篇就是图米什木展，真的有哈，它就是把梵文的格式呢，哈，将字尾的语音的变化独立出来，它变成实词都不要变。我们就不用背那么多单字啦，什么一个单字72种变化，你要背到天荒地老，背到猴年马月，好，所以它把它独立出来，好，那要记得哦，因为它是字尾变化。好，梵文是字尾变化，所以独立出来就贴在实词的后面。后面呢，我要跟同学讲哈，有同学藏文学了18年，他还一直以为藏文的格助词跟英文介系词一样，放在那个实词的前面，不行哈，放在后面。好，这就是梵文的遗迹，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它独立为格标签，紧贴在实词之后。你不论实词怎么搬家，像我们入门上讲的人咬狗，狗咬人，不管，反正它那个星星的标签一定会贴在失动格，好，就是那只狗的后面，一辈子都跟着它跑就对了，好，不管它怎么交换词序，好，那我们那个口语啦，哈，就是我们也称为8种格助词，好，因为格助词还是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点，哈，好，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由来，哈，那我们跟同学讲，比方说我们以前会说，这我们以前要背的啊。我只记得这个 deva 哈，好 deva 的话是天，好，那如果本体格放在句子里面当这个就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词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它要加一个气音，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涅槃点了，好，它就要念 deva， 好，然后呢，业格的话就是念 devan， 好，就是字尾就是 am， 好，然后作格就念 devena， 好，然后位格就念 devaya。好，这个 r 要长音哦，上面有一横是长音哈 ，devaya 好，然后是 devat 好，这样好，然后呢属格就是 devasha 好，然后那个一格就是 deve 好，所以我们 only 背后的那个背妹是一格哈，然后呢呼格就是 deva 就是圆形哈，通常呼格跟本体格都会使用圆形，好，顶多本体格加个气音而已，它就会使用原来的样子哈，所以你看哦，藏文变成格助词之后。好，那个本体格跟呼格就变成隐形的绝对格，这样可以吗？好不好？这由来就是这样，你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哈。好，你看它就变成哈，比如说我后面如果是不及物动词的话，好，好就是天哈，比如说天来到哪里，好什么第四天来到哪里，好来到宫殿，好你就是落后面绝对格，好，然后呢叶格的话，你看而且。藏文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叶格哈，你看它的叶格，好，跟它第四转的位格，好，跟第七转的一格，它全部都用拿类格，这样可以吗？虽然拿类格有7个变体啦，好，那但是因为那个拿这个字哦，这个字在拿类格里面，它是属于自由虚词，所以你全部用拿都可以。好，所以你看它其实有把叶格跟位格跟这个一格。做一个浓缩，就全部用拿类格来表示。好，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哈，就是我们明天上的时候，这三个虽然是都用拿类格，可是我们要尽量去区分它。好，可是有时候很难区分。好，这个等以后再跟同学讲哈。好，然后呢，这个好，然后
雷跟雷比较简单啦，哈，是自由虚词哈，然后其他的都是有几个是不自由虚词哈。好，这个比方说属格，好，我们等下就教跟作格，好，这两个都是不自由虚词。好，那为什么不自由？其实它就源自于范文的这种念起来优美的这种特性。那图米桑布扎想要保留这样的特性，好，所以它会根据那个实词的后加字哦，后加字你不要再给我机字哈啊，根据那个前面那个实词，它所修饰的那个实词的后加字是谁，来决定使用哪一个变体。这样可以吗？我们今天属格5个，作格5个，都是不自由，填写方式是一样的，好，所以一起教最好，好最方便哈。好，那这个是要跟同学说的哈。好，那个你看这3个拉类格里面哈，7个里面5个自由，2个不自5个不自由，对不起，5个不自由，2个是自由的。好，好就是这样子哈。那其实你总共哈，你总共统计起来，我记得我以前统计过哈，好像总共20个。我今天再算一下哈。好，比方说哈，叶格、位格哈，叶格、位格跟一格总共是7个。好，这是7个。好，本体格一个隐形的哈，作格5个，从格2个，属格5个，呼格也是隐形的哈。好，12加5 17 19，对啊，好，包含一个隐形的，刚好20个。啊，你搞定这20个字哈，你至少你句子里面的，句子里面的虚词你可以搞定。好，那你如果行有余力，你再去处理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跟自由虚词，那你句子跟句子之间的联系就会很好。有的同学哈，以前我们有同学他也只有学格助词而已，好像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哈，然后他就没有学格助词以外的虚词哦，他讲话永远是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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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的，啊，就像我们没有学连读变音的同学。他讲话的时候，每个音节都是分开，那更恐怖，对不对？哈，那一样，你如果没有学那些连接词啦，哈，比如说因果啦、转折对比啦，哈，然后那个人家什么并列连词，你没有学这些，你讲话就是一段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好，前后毫无关联也不行哈，反正都要学就对了哈。好，这是跟同学讲的哈。好，另外还有一个字，我只记得这2个字哈，就是那个不大，好，就是就佛陀哈，本体格是不大，然后不大很，好，这个我不会念，好，同学自己念哈。好，反正就是好，就是我们如果换成藏文就比较简单。你看商界这个字都没有变，好，你就看外面贴的格助词是谁哈。那这个本体格跟这个呼格，它就使用一个隐形的绝对格哈。好，那但是我要再三交代，本体格拜托绝对不要翻成主格或是主词。好，因为我们早期哈这个本体格哈，就有人就是翻成哈，他就会翻成主格哈，甚至有的说它就是主词，不行哦，你等下就知道哈，不行，也不是主词，更不是主词哈。好，你要说你要能区别主格跟主词的差别，那就算了哈，我就允许你叫主格，不行，你一定要叫它本体格。好，那原因是什么？我们慢慢会跟同学说哈。好，我看有没有什么要交代。OK， 那我们来看哈，我们今天先看它的名称哈。首先第一转身哈，我们叫做我敦北闸，我敦北闸。好，或者是叫闽真起闸。好，你看我哈，好了，我们今天先讲一下哈，我其实是体系，因为也是要给同学一个整体的概念，可是我们会一个一个讲哈。好，敦把是视线，好，属格的，好，然后闸的话，闸本意是声音，好，那这里是词。虚词哈，好，或者是哈，这个名我们昨天有学过哈，实词，咱们是唯有，只有 ，only，好，就是为名格哈，它
本体格或称为伪名格，哈，叫我敦北札。好，它的意思就是说哈，你知道为什么不能翻主格哈？因为它只能翻本体格。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词哈，你只要标上本体格的隐形的这个零绝对格，表示这个词只有视线这个词本身的体性，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这样可以吗？比方我叫你的名字，陈彦宏好了，我只看他的名字，比如说叫陈彦宏，我就单纯只叫他而已，我并没有，就是我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好，他只有视线他自己陈彦宏的体性，他没有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好，所以当你那个使用不及物动词或者是呼格的时候，哦，就单纯我叫他的时候，它就是本体格，这样可以吗？好，这我们之后还会再讲，这有一点难，虽然我们最后一堂教，可它真的有一点难哈。好，第二转身叫雷属卡尾札，我们就不写了哈，叶格。好，第三转身是且巴波札，就是坐格，也有人叫且札。我跟你讲，早期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教，我们早期这个名称很混乱，有人叫坐格，有人叫句格，有人叫坐句格，哈，坐格、句格。还有人说，当主要作者，你只能叫他坐格哈，然后当次要工具，你能叫他句格啊，然后做句格是什么哈？就玩昏了哈。我觉得就叫他坐格，或者是能坐格也不错，好，就叫他坐格。好，这我们等一下就讲哈，等一下第三转等一下就讲哈。好，第四转真我们明天讲哈，鬼切给札跟刚刚的第二转哈，雷属卡尾札，通通都是使用哪类格？好，我们就是一起讲哈。好，然后呢，第五转身是囧控给札，我们是礼拜四讲。它其实它看起来是最简单，因为它雷跟雷两个字而已哈，就是那个又是自由虚词哈。可是因为它会牵扯到这个来源跟比较，尤其是比较又牵扯到形容词，好，所以我们那天也要讲形容词三级。好，然后再来是 J 微札，就是属格。我们今天讲好，第一个就讲属格，因为我觉得它使用的次数是最频繁的哈。好，然后再来是 Den 内给札，或者是我们叫内西，两个名字都可以。好，第七转身，这个我们其实学过有字句里面我们就学过。如果同学有上入门上的话，哈，其实我们的有字句里面就是使用第七转身的一格。好，第八转身就是我刚刚叫陈彦宏，好，就是呼格，好。哎，你觉得很倒霉哦？他明天就把他的名字拿掉哈。好，然后呢，我要跟同学讲哈，同名词不知道它是取自于范文的八转身哈，就是它的8种格助词哈，其实是源自于范文的八转身，这是确实的哈，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藏语中心有篇文章也有写哈，那但是它其实有去无存精哈，就是说。比方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第四跟第七三个格，它就全部共用这个哪类格哈。然后用法上面，它其实藏文跟范文也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明天的哪类格，其实有些还真的差异蛮大的哈。那明天会跟同学讲哈，我们允许有不同的解释。好，比方说它到底使用，其实我们已经遇过了。好，就是那一天的那个菩萨对一切众生升起菩提心的那个，好，就是其实每个上师的主张都不会一样的哈。那我们允许有不一样的情况存在哈。那除非你要做梵藏的对照，好，你再去查原始的梵文，好，因为它的字尾不一样，你去看它到底使用的是叶格，好，还是位格，还是一格，好吧？你再去区分哈。好，会有不同的地方哈。然后呢，那个图密沙他就独自演化出自成一格的形态，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好，因为梵文、古梵语、哈上构语目前是没有人使用，不单是祭祀哈都没有，而且当年它就不是口语的一个绘画的语言，好，它本身就是一个祭祀的语言，只有祭司朗诵颂文的时候才会使用，好不好？那但是呢，那个图密沙波扎他把这个语音不但语音简化，然后文法它也简化，好，它会让藏文流传到现在，而且几乎没什么改变。好，只有删掉塔后加塔的在后加跟的后加字而已哈，其他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哈。像我们刚刚看的文法书，一本来自四川，一本我不知道哪，反正都不同的地方。
一本是云南，一本是四川，你看各地不同的藏人，其实他们写出来的那个叫什么，书面语其实是一致的哦，你都可以看得懂。好像我们藏语中其实就用了很多青海的，我也敢用。安多人的我也敢用哈。好，他们口音不一样，可是文字是一致的哈。好，当然现在有一些现代的语汇哈没有统一哈，但是如果你说是早期的哈，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哈。好，那这个跟同学讲哈。好，那这个是我们课本里面的表格，好，就是同学可以自己参考哈。那很多同学就说，老师你这里格子是画错了。他说，这边的格子有点绕高起哈，就这边哈。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要这样子。OK 好，这个以后再跟同学慢慢说明哈。就是本体格哈，就是本体绝对格哈，使用的是这个零零格标签。零格标签哈就没有的哈。好，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入门上都有教过哈。你看它是绝对格，好，然后本体格会用在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使用的我们去那个入门下的昨天那堂课也有哈，不及物动词的主词。那个 A 我们就使用的是本体绝对格，对不对？好，还有四字句当中的主词跟主词补语，好，我们入门上教两个都不要加。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我写一下哈，这个太急了哈。好，我写一下，比方说我们的 A， 好，然后加上 B， 加啦。加不及物动词就不会跑出昨天的那个哈，还有四字句当中的 A 加上 B 加判断动词。好，那我们会多个同位语，好，心经里面就有哈，就是同位语也标示的是本体格哈。好，然后呢，再来是这个哈，这个就很麻烦哈。其实我要跟同学讲哈，在藏人的概念里面，他们的直接受词哈，其实使用的就是本体格。好，可是那个廖老师他是解释成，就是我们的受词有两个，好，然后一个是使用这个就是零绝对格，然后一个是使用拿类格，它解释方式是不一样哈。可是藏文里面其实哈，我们的这个直接受词哈，比如说 A 加做个标签，加 C 加拿类格，加 B 加绝对格，后面加及物动词的时候，好，我们这个 B 好，其实应该算本体格，好不好哈？我知道很多同学都不能理解哈，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哈。我有曾经试着要用被动法去解释哈，比如说，这我跟廖本山老师商量，可是廖老师说不行哈。好，比如说佛对弟子说法，对不对？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说，因为本体格嘛，法其实是本体格哈，法被佛对弟子说，好，可是那个廖老师说这样同学会搞不清楚哈。好，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本体格哈。好，那反正我们就说它是直接，及物动词直接所碰到的对象就不要加就好了哈，然后这样比较好理解哈。其实它这是本体格，这样可以吗？哈，好，那如果是这个那个叶格、拉类格的话，不论是第二、第四或第七，其实我们在这个句型里面都可以 ，C 的后面都可以添加哈。你也可能是叶格 to 好，然后也有可能是位格 for，也可能是一格的 at in on。你不用担心，我每个都会说，我现在只是大概说而已哈。好，那做个标签，我们这里就有出现哈。好，这是第三转身的，做个标签哈。好，然后呢，重格的话，其实我们例句里面有一点点，好，它表我们通常是表来源 from，好，可是其实它最难的地方是用在比较的地方，好，它有同类的比较，好，跟异类的比较。因为这格子太小了哈。好，属格其实我们早就用了哈，在 A、B 的扩充的那个成分里面就有，我们等下一个一个讲哈。好，然后呢，呼格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有我们例子也有哈。我忘记是哪一个哈，也有哈。比如说我们歌词里面有阿若雅、朋友雅，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呼格哈。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第六转身，好，就是属格开始，好不好？好，那我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好 ，OK， 我们直接开始哈。好，我们来看第六转身属格，这个名相一定要会，我觉得要会。你不要一直跟上司讲说啊，那个属格，那个属格，啊，他就听不懂嘛。啊，你就要跟他说。而且我跟你讲哈，有的上司他非常重视这个松打，好，非常重视你的塔恰，好，非常重视你的文法，好，跟这个拼字，好，还有这个他有的上司哈，尤其是安多的格西哈，那非常重视哈，所以这个我们名相一定要会讲哈。比方说你要讲，这是属格，你至少要讲 J 渣，好，J 渣是缩写哈，我们是 J 微渣哈。好，那么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判位词哈。哎呦，好，或者是你讲格助词也可以哈，格助词或判位词或是转身都可以哈。好，然后呢，处八是第六哦，不是6个哈，第六叙述。叙述除了一后面，除了一不是后面加上8，其他都是哈。一的话要第一我们要讲躺波，好，然后第二就逆巴松巴这样，好，就加个8就可以哈。好，处八好，这位指的是关联跟系数。它最主要是连接2个实词之间的关联哈，关联或系数。然后这个其实就是的哈，好，这个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词或声音。然后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学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老师啊，我就是不知道属格，那你这里又属格的名字又有属格，啊，那没办法哈。好，来 num 叶处八，好 J 微杂，好第六转身的属格，好。我这样教是有我的意义的，我不从第一本体格开始教哈，我要从最常用的属格开始哈。那为什么第二个叫做格哈？因为属格跟做格它长得是一样的。你如果去看《善说术王论》里面，它2个是一起解释的，而且他很懒，他就说不是很懒，他很精简哈，他就说属格后面加上煞就是做格，他就这样，然后天接法一样。没了就没了，就这样哈。好，所以呢一起讲比较好哈。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讲拉类格哈，因为这个拉类格使用的频率也很高，而且它的那个非常复杂哈，它的那个能够解释的方式哈，允许有很多种很多种可能性，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拉类格要第2个讲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重格，好重格，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就比较简单哈，就是本体格跟呼格哈。本体格跟呼格是概念比较难哈，那但是它其实很简单，因为它零绝对格嘛，隐形的嘛，就算你不懂也不会犯错哈。好，所以第六转身属格哈，那还有5个变体。好，我们来看有嘎也的嘎 kiku gi， 跟卡 kiku ki， 跟卡也的卡 kiku ki， 跟牙 kiku i， 跟合并的啊 kiku i。好，如果是前方如果是没有这个没有后加字或是 r 后加的，你可以使用这2种哈。我跟同学讲哈，这个不用背呢，天接方式不用背哈，因为呢我们有一个最高的原则哈，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属格哈，是格助词里面的，就是属于不自由虚词，这样可以吗？哈，然后它的天接方式哈，其实是跟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依照自己所形容的实词后面的后加字不一样来决定，使用不同的变体哈。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想要延续范文的同格同性同数这样声调优美的这种特性，好，他为了要延续哈，所以他有一个规则哈，叫做他先抢同部位发音哈，先抢同音。等下会跟同学解释为什么哈。
我从来就不背这个，可我不会写错哈。好，再抢同性，所以我们为什么入门上的时候要教同学这种呃后加字的性别哈？其实在这里是非常好用的哈。好，它等于说什么哈？我们这5个属格要去抢10个后加字，这样可以吗？好，5个属格去抢10个后加字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它听起来是贵州的，像范文那样子的优美的好听，听起来是一组的，这样可以吗？它为了延续这个范文的这种优点，听起来就是因为你看它一整句同格同姓同数，好，那它字尾的变化只要一致，念起来就很好听，这样可以吗？它为了延续那个优点哈，所以它有这种不自由虚词的案例，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它的添接方式其实就是这样哈，它的添接方式就是先抢同音，再抢同姓。这个姓是那个阴性阳性那个哈，好，添接方式。前方哦，它所修饰的那个实词的后加字，好，根据后加字哦哈，好，根据前方实词的后加字，我换个，好，根据前方实词的后加字哈，前方哦哈，不要再给我看后面哈，好，前方实词的后加字，后加字哦，你不要看成机字哈，前方实词的后加字，这个哈有的上司是非常在意的哦，他不管你那个什么主客观，可他非常在意这个哈，前方实词的后加字，好是谁来决定哈？好，那我们来看哈，抢同音谁先抢？我们先看，首先第2个 kaki cookie。他去抢10个后加字嘛哈，他认为呢，因为他是喉部发音哈，他认为呢卡跟啊跟他是同个部位发音，所以他先抢了一个阳性一个阴性哈，好，所以卡跟啊先被卡 kikuki 抢走，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好，那剩下的阳性后加字，阳性后加字本来是4个嘛，卡塔帕萨对不对哈？好，那一个卡已经被他抢走，所以他剩塔帕萨。我都这样记，你等下再去看表格，对不对？好，啊，然后呢，阴性好，就是阳性，就是同音的先抢哈，所以这个是同音的，好，被他抢走了，然后再抢同性，好，同音先抢，对不对？好，然后再抢同性性别哈，那所以阳性的归尬也的 ga ki gugi， 好，因为如果这几个后加字比起来，尬也的 ga ki gugi 念起来是最重的，虽然他们在句子里面都是念轻声啦，哈，可是你互相比较起来，相对来讲，好，还是这个尬也的 ga ki gugi 那个声势最强，声音的那个势力哈，音势最强。我们那个大给九把因式论都在讨论这个因式，很麻烦的。它分9品很麻烦，我们分3品很简单。好，就剩下的塔巴萨就归盖亚的 gaki 不给哈。好，阴性后加字本来有5个哈，拿拿马扎拉，好，那已经被抢掉一个拿马扎拉。好，所以呢，剩下的这个4个阴性后加字就归给卡野的 kaki guki，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同音先抢，第2个这个先抢，好，然后阳性归第1个，阴性归第3个，剩下的啊，人家金春的哈，好，然后呢，r 后加跟没有后加字，我要跟同学讲，一定比照办理。好，因为古代其实每一个音节后面都有 r 后加，后来才删掉的哈，保留某一些 r 的后加字哈，就是当它前方的记字没有上下加又没有元音符号，可是又有前加字的时候，这时候 r 不能删掉。好，所以 r 跟没有后加字一定是一起办理哈。那 r 跟没有后加字的话，哈，有两种选择。好，一种是 yaki 古一的分开音节，好，一种是 aki 古一的合并音节，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比方说。随便找例子哈，比方说我的，好，你可以说你，好，你也可以说蚂蚁，
这样它就有2种选择。好，那这2种分合音节的这种选择，它可以放在寄送里面的时候，它可以控制音节数，它可以调整调整音节数，超好用的哦。三六双论有写哈，就是这个是调整音节数的时候非常好用的哈。我们不要讲写诗啦哈，总有一天可以的哈。我已经开始用藏文写日记了哈。我会写很漂亮的文章哈。好，所以呢5个变体，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把它删掉哈。好，属格有5个变体哈。然后为什么要有变体？好，就是为了要延续梵文8转声里面，好，在一个片语当中，它必须根据中心语的格性数，然后整排的字都要同格、同姓、同数。我们今天就赶快拿出那个表，赶快那个哈，赶快画。那个讲话根本做不到哈，所以图密常文长他就把这个梵文的字尾转声独立出来成一个格标签，可是他又想要梵文原来念起来很优美，而且听起来是贵州的。你看他如果说同格同姓同数，他那一组词汇、那个片语、那组词汇听起来就是港州的。好，就像我整身穿紫色一样，好，就是同组的。好，那一样。那个图密长长他有点想保留这样的优点，好，他并不想把所有的梵文的这种叫习俗改掉，好不好？他想要保留某一些，当然现在藏人有的真的很懒得用，就是我们会有几组啦哈，等到我们讲格助词以外的这种虚词的时候，有几组。不自由虚词其实现在都已经被自由虚词取代，可是他还是想保留一些，好，就是一些就是传统的这种梵文的优美的遗迹，好不好哈？所以呢，他会根据好就是前面实词的后加字来决定他使用哪个变体。好，那什么样子听起来会贵州的呢？哈，当然同音部位是听起来最贵州，好，这样可以吗？好，比如说 kiranki， 好，它已经 kiran 的后加字已经是喉咙的发音哈。我跟你讲，这真的藏文非常的合情合理，好，只要你能够了解它的原因，你拜托不要再死背哈，什么电话号码，拜托哈，我们念23次哈，不会细名哈，好，比如说 Kiranki， 你的啊，我们就举最简单啊，比如说 Kiran 那个嚷啊嚷已经回到喉咙部位，对不对？好，所以 Kiranki 听起来就是最顺，好不好？好，比方说哈，好，然后所以卡 Q 先抢啊跟卡跟啊的后加字，好，剩下的3个阳性后加字归盖眼的 g a k i， 剩下的4个阴性后加字归卡眼的 g a k i， 好，那 r 后加跟没有后加字，他们最好啊没有啦哈，就是他们2个就是他这2个后加字，它可以使用2种情况，一个是分开音节，一个是合并音节，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根本不用背哈。我记得我有附，对，没有错哈。而我帮同学写哈，你看同音的卡 k guki 先抢康啊，喉咙部位发音。好，然后剩下的阳性后加字，本来阳性后加字有卡塔帕萨4个，已经少掉1个，变塔帕萨。好，那阴性后加字本来有拿拿麻扎拉5个，好，然后现在就只剩下拿麻扎拉，这样可以吗？好，那后加跟没有后加字呢？哈，我们属于中性的后加字，好，它可以。好，拥有2种选择。好，一个分开音节的时候，它就用 yakiwi； 合并音节的时候就用 akiwi。好，我要跟同学讲，这个藏人非常重视哦，哈，讲话没有关系啦，哈，我们入门上就跟同学说，讲话我们就用那个 kakikuki 跟 akiwi 就好，讲话没关系啦，好，拜托，不然你要怎么讲哈？好，讲话我们就用这2个。好，但是你不管你写在脸书上哦，拜托，尤其脸书上，你如果不是私讯是公开的，大家都在看哦，那个安多可西就上去帮你改哈啊，所以啊，就是你一定只要是白纸黑字，你就是一定要写的是对的哈。像我以前写板书，我都会拍起来，然后 po 到脸书上，因为有同学来不及抄笔记，他回去可以看那个叫什么，那个脸书上面的那个。照片，好，那好，你如果填解法不对，那个安多人马上就来了哈，就马上帮你改，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写，好不好哈？好，那我们来看哦，玄奘法师说的全所属事，好，所谓的属格就是全所属事，我喜欢他这一句哈，我觉得他这句非常好。
好，它显示哈能一跟有一，哎，这个下面不是玄奘法师说的，它是藏文的文法书里面写的哈。好，能一跟所依，它有藏文哈，在那个西藏文法典研究那个影片里面，它其实有藏文的哈，还有知分跟有分之间的关系。好，什么叫能一跟所依？它有一点点像那个我们有字句当中的那种，表示依存的关系。好，然后知分跟有分有点像那个拥有的关系。好，就它类似是这样哈。那你不懂能一所依，比方说天上的星星，好，它指的是星星是能一，天空是所依，类似像这样哈。那比如说我的课本，好，我的课本的话，课本是属于我的东西之一，对不对哈？所以呢，课本是知分，那我是有分不要这样讲哈。比方我的手好了，好，我的手喇叭好，手的话就是知分，好，眼蜡好就是知分哈。那我的话就是有分，这样可以吗？哈，总跟别的关系也可以哈，因为知分有分不是很多种，比如说别跟总。属格的虽然说这个都翻的哈，这两个都翻的，可是它是有一点，就是两个词之间哈，就是的这两个词中间是不同的关系。好，它就是为了要探讨这个，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它会连接两个词哈，而且属格的粘着性很强。好，属格粘着性很强，当你在猜 A 跟 B 的时候，不会从属格猜，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要诀哈，它粘着性很强。想不起来粘着性很强。除非哈动词词根加属格，我们等下会教，就可以猜，好就可以猜。它是可它口语不会讲哈，就只有书面语有，这样可以吗？好，全所属式显示能一跟所依、知分跟有分之间的关系，你不懂没关系，反正就是翻的哈。然后另外它就是可以变成我们其实入门上就有教，它可以变成限定语、形容中心语，这样可以吗？我们那时候不是教哈 A 跟 B 的扩充方式哈，你可以这样哈，就是。A 或者 B 哈，假设 A 跟 B 好是中心语，然后后置修饰就是加形容词，好，然后呢加数词，好，当然你也可以加不定冠词等等之类哈，就是后置修饰。好，那前置修饰的话，你就是以 A 或 B 为中心语，好，然后往前放属格。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教哈，好，然后前方可以加名词、代名词，好，还有形容词。那你说老师形容词不是后置可以吗？对，后置可以，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摆在实词的前面，但是你要加属格，因为有时候后面很多形容词的时候很挤，你可以把一个调到前面。我们入门上有讨论哈，到底是什么？如果后面有很多形容词，好，到底是谁要先摆？我们有说哈，就是以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好，会跟中心语比较接近。这 A 跟 B 是中心语哈。我要换颜色。换的，我没按哈。比如说 A 跟 B 好是中心语哈。好，那如果形容词它是表性质的，好，就是跟中性语比较靠近。好，那如果是表数量，好多寡的，好，或者是说那叫什么多数词，好，表示大小的、长短的，好，就是数量上多寡的，往后摆，这样可以吗？不定冠词什么都往后摆。好，那有的可以往前，有的可以往后。好，那表性质的比较容易往前。好，那如果像不定冠词啦、数词啦，通常还是会摆在这个 A 跟 B 的后方，这样可以吗？好，形成中心形成限定语，好，来形容中心语。好，然后我们今天有多一个是口语没有的哈，就是你如果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如果动词的词根，以后我们 V 就是动词词根哈 ，V 哈，好，然后呢
后面如果加上属格，口语没有哈，就书面语才有哈。好，它会变成转折对比的连接词。以前我们范文老师说这属格绝对格哈，可是后来我去查哈，算了啦，我们就不要那个词哈，转折对比连接词，因为好像会让同学混淆哈。好，转折对比的语气哈。好，那我们都有例子哈。我们讲完属格好了，我们再休息，好不好？同学忍耐一下，不然做格比较麻烦哈。好，首先第一个表邻属关系哈，表邻属关系或是我觉得依存关系也可以哈，反正它就是的哈。这个我们都会翻成的。好，那它的我好像有它的那个公式哈，啊是名词加上属格加名词。我昨天好像有画哈，我把所有的表都重新弄字大一点哈，然后底深一点点了哈。好有哈，名词或代名词都可以哈，加属格再加名词，这样看就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前置修饰是一样哈，名词或代名词加属格再加名词哈，它表示能依跟所依、之分跟有分的关系，我们中文就翻什么的什么好啊，它要放的位置是前面那个什么的那个词的后方，好，然后呢后面那个是，比方说前方的话就是所依，好，然后后面是能依，好，然后之分跟有分，前面是有分，后面是之分，这样可以吗？好，不懂我们就用中文的去理解就好了哈。好，比方说我们来看例子哈，这也是歌词哈。好 ，read up 哈是山边、山侧，好，然后我们的关键字就是这个的哈，这个是山边，好，长大的话就是牛毛帐篷哦，通常黑色的，好，然后楚西，好，楚西有个连读变音哈，好，楚西是四方形，好，方形的这个牛毛帐篷，这样可以吗？好，好，然后呢，这个哈，这是那个我们也要刮哈，四字句，来 A 刮起来，好，那个本体绝对格哈，OK 啊，然后呢，忒尼哈，我们刮到忒尼好了，好，寄送会跨句哈，好，刮到这边，这样可以吗？好，或者是说你分成两句没关系啦，反正它就是这个就是 A。好，绝对格哈，好，然后呢，素以喜 kim 好是 B， 加上绝对格，这个句子我们好像有用过呢哈，好，就可能在四字句的时候有用过哈，好，判断动词 ，OK， 这样可以吗？哈，那 A 是主词 ，B 是主词补语，好，然后这里的属格呢，通通都是它的扩充的成分，这样可以吗？哈，好，那个我们来看这里的哈。这个忒尼哈，我们先看喜 kim 是家园，好，树的话是一个指人的一代词，哈，树我们也会教呢，哈，我写好了还是写好？我跟你讲哈，文法通通都是合在一起，就像拼音一样哈。以前也有跟同学讲哈，有同学你分开教都很好，同时有上加下加，他就说哇老师你没教，生气哈，就是说尬也的尬，卡也的卡，没有卡也的卡，哦很。那个同学很生气哈，我要跟我讲，这本来就是拼音，本来就是混合在一起。这我分开只教他对机制之间的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哈，那合在一起本来就让你合啊。他说你没有教，那他说你课本没有，那我课本要全列就比字典还厚，一样嘛哈，文法也是一样，不可能说你这个句子里面只用属格，然后不然就只用，没有那种事情的哈。或者说哎，你只能用四字句来举例句，哪有这种事情哈？本来就是混在一起的啊，指人一代。好，那关键字是这两个哈，我们其实今天只要看这两个。好，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水泥，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四字句的话是昨天的钢骨，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我们要学水泥。那至于那个实词，就是你的建材，你慢慢可以去选择哈。好，这两个
就是属格，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好，所以呢，你看啊、哦，是特给展那出西，好，它其实哈、哦，它要讲的哈、哦，中心语应该是这个牛毛帐篷，最好是你找到它的中心语啊。好，形容形状的这个它放后面，好，有点像形容词哈、形容词是 AD， 好 ，OK， 然后前方就是属于它的限定语的部分，好，前置修饰哈，这是前置修饰。好，帐篷在哪里的帐篷？好，山侧的帐篷。那像这个哈，它跟天空的星星是一样，好，就是能依跟所依之间的关系哈。那个牛毛帐篷是能依哈，所依是山侧，就是依存的地方，跟有字句概念很像，在字句那种概念哈，依存的地方。好，然后这个是后置修饰。这样你这样解没有句子难得倒你哈。好，那忒尼其实它是就是这个忒哈有那个指代上文哈。好，所以指的就是那个帐篷哈。好，那个帐篷，然后那尼是提示主语。我跟你讲，尼很好用你只要看到尼哈，你就可以知道，糟糕，我把它消掉，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主词。偷懒讨假婆哈，有这个你。好，你看到这个你，我们之后会教哈，它就是提示主语，它就是名副其实的主词啊。好，然后这个就是名副其实 ，B 就是名副其实的主词补语。好，这样可以吗？好，好，然后你本来他是讲说它的中心语了哈，就是说牛毛帐篷，好，然后呢是家园，好，本来是这样哈，然后它的限定语扩充成分就是说啊，它的依存位置哈，好，在山侧边的那个，而且它有后置修饰，就是讲它方形的哈，好，那个方形的黑色的牛毛帐篷。好，那个呢？哈，然后它第二句在一个指代上文的这个当 A 哈，然后呢，它呢究竟是好谁的家园？好，素以它加一个一代词，好是谁的家园？OK，我们今天看属格就好啊，看属格就好，顺便复习句型哈。好，这句一模一样哈，就是一模一样。当然我们还是先刮句型哈，一样哈，那就换汤不换药。很多那个诗词哈。寄送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句型一样，然后就换不一样的词。好，那你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寄送来学句型，好不好？好，然后顺便练替换练习。好，他换你也换，好，你也跟着换啊。好，一样哦，这个是 A， 本体绝对格哈。好，然后呢 B 也是本体绝对格。好，然后再加判断动词。我们昨天学的是最基础的哈。好，钢骨结构。好不好哈？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哈，水泥，好，就是它的扩充成分属格，好，一样哈。他说rico， 好，rico是山头，刚刚是山侧嘛，现在是山头，它换个场所哈，一样在山，同一座山了哈。好，山头的金哥金，其实它本来讲的是金巴，金巴是云，好，那后置修饰就是白色的，好，所以白云。等妈的话就是花瓣了哈，就是它把云哈云朵，好，这个只能意会而已哈。好，云朵，好，就白云朵朵，好吧？白云朵朵，像这个它的实词就用的很棒，它建材用的很好，白云朵朵。好，然后呢，忒尼素以卡大伊哈，他用那个哈达来比喻，好，像白云一样。好，哈达，好不好？卡大，好，好来，人锅有一个连读变音哎，可是我以前没有念哈，以前比较那个哈哈，人锅，好，人锅以金格拉达吗？忒尼素以卡大伊。好，山头上的白云花瓣，那是谁的哈达？好，这首歌很好听啊，它叫《看珠嘛》，好，超好听的哈。好，好，这个
这也是同一首歌哈。不过它是情歌哈，标准情歌哈。好，那没关系啦，以后再听哈。等一下哦。好，同学忍耐一下，我们把那个副歌讲完哈。好，然后呢，这句也是一样哈，也是四字句哈。这边整个刮起来，好 ，A 加上本体绝对格哈。我现在改口了哈。好，来，我以前东是 B， 主词补语加本体绝对格哈。等一下，对不起，它这一句哈省略 be 动词哈。藏文可以省略 be 动词，梵文也是，或者你说它两个同位语也可以哈。好，那个梵文跟藏文都可以省略 be 动词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是钢骨结构哈，然后再来是水泥，好，水泥是这个，这里还有一个一格，好，然后呢，好，这里我们来看哈，它的中心语其实是双眼。这个是敬语哈，我忘记他们情歌会用敬语哈。双眼是中心语。好，那前面有个场所格哈，这个不管它哈，就是在山侧边的。好，什么样的双眼呢？这个是它的限定语哈，加上属格哈，前置修饰。好，它是期盼的双眼，这样可以吗？好，期盼的双眼。我不用写了哈，我就打哈。好，然后呢，这个是主词，好，然后呢，主词补语是我的，前东是那个思慕，我有打省略判断动词哈。好，这个前东是思慕哈，我有写好就不用写哈。好，来举灯呢，在山边哈，你用来也可以，没关系哈。那这个我们明天会教哈，就是少数几个哈。那个度土如素的，明天再讲哈。的拉类格我们会只在片语里面用，好，你口语全部用拉都没关系。好，日灯啦，日对记，尖松，好，蚂蚁前东，好，在山侧边，好，这个期盼的双眼哈，他这个双眼哈，不是那个唱歌那个人的，不是那个男生的，哈。不是那个唱歌的人是一个男生，不是，因为他敬语不会用在自己身上哈。他的意思说那个女生一直在山边等他回来就对了啦，哈。好，然后那个是我的思慕，好，不是他的双眼哦，好，就是那个女生的期盼的双眼是他的思慕。他歌词后面还有写哦，他说他很想翻越喜马拉雅山，然后去见这个女生哈。他其实他内心里一点都不敢远离他，舍不得远离他哈。那但是好像就是他就是离开了那个故乡哈。OK， 好，然后这个是比较欢乐的歌哈，也不是欢乐歌，它是毕业歌哈。我那天听到那个有那个藏人哈，他们在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小朋友就唱这首歌哈，就很有名的哈。好，然后我们来看一样，这里这个没有句子哈，只有片语而已哈。好，就是一样哦，它中心语哈是后面这个捉囊好欢乐，好，这是中心语。懂哇也是忧伤，也是中心语哈，就是悲欢离合好，在那个毕业的前夕的时候，好，这两个都是中心语哈。好，然后呢，前面的话就是修饰它的限定语哈。什么样子的欢乐呢？相聚的欢乐。这个哈很特别，你看哦，它前方这里哈，虽然我们刚刚没有写动词，对不对哈？我们只有写名词，对不对哈？跟代名词，可是你看它这个是动词哦，没有关系，你把动词加上后缀，把它名化，一样可以。好，这个重把哈是相聚的过去式哦，哈，相聚它是动词哈，那你要把动词加上把跟哇。才能再加属格哈。你如果动词词根直接加，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教的转折对比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可是你这里不是要让它转折对比哈，你是要说相聚的欢乐，你要加上这个动词的后缀，有点把它动词名化。
可是我跟你讲，动词名化它还是动词哦。以前有东西动词名化变名词，没有，它还是动词哈。好，动词的后缀。好，后缀字典会告诉你，你也可以自己判断。好，卡塔帕萨，好加拿玛，4个阳性后加字。你看这阴性阳性多好用哈，跟拿玛2个鼻音的阴性的后加字哈，后面动词的后缀哈，我们加上把，念轻声。好，然后其他我们就加上哇，像这个我们就加哇。你要念轻声哈，人家才知道那是动词哈。好，虽然它已经名化，它还是动词哈。好，来垂尾懂蛙，这样可以吗？纵北捉囊，垂尾懂蛙。好，相逢的欢乐跟分离的忧伤，好不好？好 OK 好，念纵给拢搭哈，一样，这个没有句子哦，就片语而已。好，这是属格的哈。拢搭是年跟月，好，就代表岁月，它有个 n 的连读，连读变音哈。因为古代这个啥啦哒哒，我们念哒，还有个复辅音或是双子音。单独念不会，打蛙你还是单独念。我怕有同学没有上过入门上哈。好，那但是连读的时候，如果放在第2个音节，它会造成第1个音节的一个双子音哈的韵尾哈，所以我们要念拢搭，这样可以吗？好，念重就是念土重吧，好，它其实是一个缩写哈。好，就是念土重吧，念土重北哈。好，你如果不缩写哈，你要变这样哦。我们刚刚说动词后面要加名化，对不对？你要这样子，然后换阿基古伊，好，念土重北龙搭，这你都可以换的哈，你自己可以换。好，当然它寄送里面，它为了控制字数，好，它可以把念土重把变成念重，好，就是它有点变成名词了哈，就变成名词哈。好，一起相聚的岁月，好，就是动词名化了哈。好，来念重给龙搭，好，相聚的岁月。这样可以吗？哈，好，再来是形容中心语哈。形容中心语的其实差不多啦，我们中文都翻的哈，只是说我们前面那个本来我们刚刚是名词加代名词，对不对？好，动词名化也算哈，加属格加名词哈。好，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把前面那个好换成形容词就可以。好，形容词加属格加名词，也是就是有点形容。修饰的形容修饰中心语哈。那当然，你形容词如果它前面很空没有关，或者说前面已经有词了，你形容词可以直接摆在这个中心语后面，不用属格也可以。好，就是2种方式你自己微调。好，那比方说，好，我帮同学，第一个不是哈，第一个是刚刚那个，第一个是刚刚的我们那个。那叫什么？表示邻属的关系哈。这个第2个是好，第2个是那没关系，反正我们中文都翻的哈，没有关系哈。好，那我们来看它的那个楚地的话是温暖又快乐的，所以我们翻和煦可以哈。好，你妈的话就是太阳，这个中间可能也有省略一个属格哈。我跟你讲，它这里如果加属格的话，就跟下面的是一样的，因为歌词寄送当中很多属格它会删。好，如果它这里加一个属格，好，就是跟我们的就是形容中心语一样，就变形容词哈。好，楚地你妹为 ser o 哈。好，在这个和煦的太阳的光芒下，好，这个都有省略哈。比方说这个 o 它可以变成为 serki， 这边可以变成加方位词，可是它歌词嘛，它要凑字数哈。好 ki o 啦。以前我们黄叶老师还有教我们说，如果要写寄送的时候，你要省哪一些词，教我们怎么把它凑成，把散文变成寄送哈。好，就很多都可以省哈。
就是说，比方说属格后缀啊，属格跟后缀，它像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把属格跟拉类格都省掉，就剩方位词，这样可以吗？好，好，除记你没好，这要念 R 变成 A 哈。这个 R 体古仪哈，再讲一次哈，等同于然后加，但是不发 L 的韵尾。好，所以呢 R 要变成 A。好，所以除记你没为 silver oak。好，在和煦的太阳的光芒下，好，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哈，起心是芬芳的，是形容词哈，它是一个形容词。好，美豆的话是它的中心语哈，这个美豆是中心语哦。好，然后芬芳是它的前置修饰，好，它加个属格往前摆。好，那臭的话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量词，好，各种各样的，它就属于是后置修饰。好，然后这个是前置修饰。好，动词是这个斜，这个斜很特别，你去查字典，它是笑的敬语，喜笑金刚，要用这个笑。好，但是它也可以当一般的用语，它是绽放，花朵绽放。好，这歌词常常有哈。好，那起心起美豆那错斜，这样可以吗？好，好，初记你妹为十二哦，起心起美豆那错斜。好，好，然后呢，这个是那个我最近加的哈，就是它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自焚的藏人叫做财旺罗布哈，财旺罗布他的歌词哈，他说你这杯泼于盆酒。好，我的这个就运用两个哈，你看第一个属格是表邻属的，藏文几个属格都没关系哈，你的美丽的哥哥的你的美丽的哥哥的妹妹还是你的什么的一大堆哈，都可以几个的都没有关系哈。好，可是你要知道中心语是谁哦。好，比如说你的美丽的哥哥不是哥哥美丽哦，是哥哥的妹妹啊，你的美丽的哥哥的妹妹，好，不知道什么哈。好，来喷语的话就是中心语哈，它的中心语哈其实是这个。如果一大堆属格，通常是最后一个属格后面那个后面的词是中心语哈，因为它是前置修饰嘛哈，所以往前这些都属于前置修饰。我觉得我们那个基本句型里面讲那个扩充讲得很好，而且那就是要在基本句型的时候讲哈。好，盆中跟 per 语是同位语，好，所以它这里要用本体格哈，这里那个本体格再跟同学讲哈，同位语。这样可以吗？好，然后你看它前面这两个哈，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这两个哈，就是呢，这个呢，好，这个是表邻属，属格里面表邻属的，前方是名词哈，我的，好，然后这个呢是表形容表修饰哈，表修饰，形容修饰的哈，美丽的，我的美丽的故乡西藏，好，所以你这边可以盆种，这里有个连读变音，来自于第二个音节的拉上加，这样可以吗？好，好，你这边可以盆种，好，我美丽的藏域的故乡，好，好，这个呢，哈，整句了，哈，就是它下一句的这个思念的对象，好，就是他无法忘记的对象，哈。然后他这句是这句没有哈，没有属格哈。土松土就是生生世世，哈，30，哈。这里是时间格11，我在生生世世都没有忘记的方法。好，米达是这是有点像这句是有点应该像有字句哈。存在动词否定，米达跟敏度有一点点像哈，就是存在动词的否定。
图松图就是在这个30哈，不要翻30。好，因为它包含哈30包含，就是我们讲时态的时候会教哈，包含过去、现在跟未来，包含所有时间。可是你有3世，只有前世、今世跟后世，除非你要说前所有世跟今世跟后所有世，不然就有3辈子。可是30是涵盖一切时间。那如果在念诵普贤那个祈愿文的时候，你把它观想成30，会比3世的那个功德可以累积更多的功德哈。好，那解套结是忘记动词哈，不及物的。好，这个 top 的话是表方式的名化后缀。那个动词名化后缀我也想教呢，哈，我看看能不能塞进去，在动词2的时候。好，名词后面直接加好这个 top 表方式的名化后缀。对不起，我写错，动词后面，对不起。好，加上 top 表方式名化后缀，直接变名词，好不好？好，这是表方式的名化。好，我生生世世，好，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时空里面，好，我都无法忘记我美丽的故乡西藏，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他那首歌很好听哈。好，最后一个那个属格的，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休息哈。好，最后一个口语不会用到，很少，几乎没有哈。转折的、对比的连接词，好，那它的文法标记，好，就是你要认它的标记哈，它是加在动词词根之后。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表邻属哈，其实你如果是动词的话可以哦，但是你要加后缀把它名化，这样可以吗？哈，就是等于说我等一下那边可能会加一个哈，就是动词名化也算好，但是如果你动词词根之后，好，如果你直接加上属格的话，它就变成对不起，转折对比的连接词。好，我们翻成虽然但是哈，以前我这样翻啊，同学就说那虽然呢，没有啦哈，就中文才有虽然但是哈，藏文的话只要一个就可以表示虽然但是2个意思，这样可以吗？哈，好，比方说这句是最那个最负盛名的这个那叫什么例句哈啊？你看啊，它首先哈这里让敦营哈，它这里是四字句哈，可是它 A 没有出现。它这个 A 没有出现哈，就某件事情，好，它其实是属于自立，哈，这是 B1， 也是主词补语哈，共用一个 A 哈，然后呢，这是 B2， 好，然后不是，一个正一个反哈，一个是，一个不是，判断动词哈。我跟你讲，他那个某件事情哈，你不要管他第几人称，反正他这里都用自称，就表示说他非常的确定哈，非常的肯定哈，某件事情其实他是自利而非利他，这样可以吗？那关键在这里，这里的加在这个动词词根之后，好，加上属格，好，它表示转折对比哈 ，but， 这样可以吗？好。让敦引起显敦门，好，这件事情哈，某件事情其实是自利的事情，自私自利的事情，好，不是利他的行为，好，显敦门，你要写买赢也可以哈。昨天有同学问哈，显敦买赢也可以哈。OK， 好，然后呢，这个很难哦，这个是萨迦格言哈，萨迦格言里面的句子，这好像是刚刚那个文法书里面的例句哈。那因为当年有学生看不懂，然后他问我萨迦格言，好，它很特别，可它有点难哈。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哈。这里哈，因为我们等一下也要教作格哈，顺便讲。
好，这里是做个标签。好，然后这里是好，这里有启用到那个动字句哈，及物动词的哈。好，你把它打是 B， 直接受词哈，本体绝对格哈。好，然后呢，这里哈，这个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连接两个动词。我们口语教主要动词后面直接加助动词，对不对哈？那个书面语不行，好，就比较早期的不行哈，它要 V1， 好，然后加上 bar， 就是它的那个后缀，再加一个 ra， 然后这个 ra 是连接词，我们明天会教哈。明天大概讲一下哈。那但是那个动词的第2堂课会教哈，它是连接词哈，就是拿类格当那个连接词，它是格助词以外的用法，然后再加上 V2。好，然后这个 V2 呢，可能是哈，就是这真的很难哈，可能是趋向动词，好，可能是能愿动词。好，我先简单点哈。好，可能是助动词哈，这样比较简单哈。助动词，我们那个晚一点我们会教能愿动词哈。好，可能是助动词，也有可能是能所动词，因为我们那一堂课要教能所构词法。好，也有可能是趋向动词，去做什么事情哈，我来做什么事情，这个之后再讲哈，这就有点难哈。所以这个是 V1， 好，然后这是 V2， 好，然后这个 V1 是及物动词，所以它的这个要加做个标签。好，那你看哦，它是 several 女，好，它是助动词的动词词根，好，直接加上这个属格，好，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同学他就直接翻，好，能的，好，能杀的，好，不是，这里要当转折对比，因为它加在动词词根之后，虽然是助动词哦，也算，好，所以它这里是 but。好，那但是呢，他后面讲的很精简哈，但是呢，你愚笨的人哈，论背就不行。好，明他直接用判断动词就不是，好，就表示说你要把这个带到这里面，把这个就是 A2， 好，假设这是 A1， 好，然后这就是 A2， 加做个标签。好，那个有智慧的人哈，他能做这件事情，愚笨的人不是这样做，他就不会这样做的意思就对哈。愚笨的人就不是这个情况，好，所以他可以用判断动词。这个很难，好，那个时候那个同学看不懂，这样，假设哈，他的意思说 A1 哈，好，那其他就是共用哈，其他共用哈。他说呢，现任点北好，就是有智慧的人哈。好，涅帕塔就是它能够消除许多过失，这是直接受词哈。那 several 女哈就能够消除诸多的过失。好，这个塔也是多数词哦，哈，它是2者以上。好，那我们刚刚有一个 num 哈，是3者以上，这都叫盲气哈。好，以前那个范文有差了哈，就是双数跟多数是不一样哈，藏文没差，反正都一样哈。涅巴塔就是许多的过失哈，好 ，sewa 女就是能够消除直接受词，好，就是诸过失好。那但是呢，这个要翻但是哈，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愚笨的人，好，你要把这个再带回刚刚的 A1， 好，但是愚笨的人就不能够，好，就不是这样，哈，就不能够消除诸多过失，这样可以吗？好吧，下面那句也是一样，哈，就是句型一样，哈，词不一样，哈，那你看一模一样，哈，你也是照刮，哈，好，来，这里是 A1， 加做个标签。好，一样哦。土间菊、毒蛇，好是直接受词，绝对格哦，好，本体绝对格。好，然后 V1 是这个，好，女一样 V2，好，助动词前面要用一个拿类格当连接词，好，然后 V1 要把它动词的后缀加上去，好，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好，
这个是转折对比。等一下我用另外一个颜色哈，这是 A1 好，然后这个是 A2。卡大到这里哦，萨是合并的哈，卡大是乌鸦，好是 A2， 也是加做个标签。好，明的话就是判断动词哈，不是否定的哈。但是如果是乌鸦来做，就不是如此这样的意思哈。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哈，最重要是这个这个。好，它加在这个助动词的后方，直接加属格，表示转折对比的语气。But， 好，我们直接念哈，来 ，Namka 顶是大鹏鸡翅鸟，好，然后加上做个标签哈，来 Namka 顶 k， 好，土间菊，土间菊的意思就是有毒的蛇，具有毒的蛇。好，碎本的女给，好，能够杀害剧毒的蛇，但是 but， 好，卡对名。好，但是如果换成是乌鸦，你把它带到这个 A1 去 ，A2 带到 A1 去，它就不能够，好，它就不能够杀害有毒的蛇，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像说那叫什么，孔雀它都吃那种有毒的植物跟昆虫，好，因为它会让它的羽毛变很漂亮，好，可是那个什么麻雀还是乌鸦，它也想学，好，然后就去吃那个有毒的，然后就死翘翘，好，类似像这样哈。好像最后一个哈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哈，然后那个大概15分钟哈。那西藏文法典研究的影片，我们同学就自己看好了哈，因为那个好像有点长哈，而且比较难一点点了哈。那我们就看这个比较接地气的那个影片哈。那我们休息15分钟哈，待会见。八转身 Nam Ye Gie， 藏文格助词的形式是源自于梵文的八转身。根据三藏法师传记所记载，梵文的八转身为：一全诸法体，二全所作业，三全作句与能作者，四全所谓事，五全所应事，六全所属事，七全所依事，八全呼召事。图米三波扎沿袭梵文的格式，但将字尾的语音变化独立为格标签，紧贴于实词之后，也称为八种格助词。一本体格我敦巴，二叶格雷属卡瓦，三座格且扎，四位格鬼切，五重格窘控，六属格这扎，七一格内西，八呼格尾扎。而且在用法上，藏文与梵文也略有不同之处，独自演化出自成一格的形态。第六转身属格。Nam Ye Chu Ba J微杂，全所属事，显示能依所依，知分有分之间的联系，可形成限定语，形容中心语，加在动词词根之后，成为转折对比的连词。
A 表邻属关系。Ridabki Janak Jupsi Teni Sui Sikim In。山边的牛毛帐篷，那里是谁的家园？Rigoi Jingger Dama Teni Sui Kada In。山头上白云花瓣，那个是谁的哈达？Ridamna Ridoi 尖松Ngai 浅东。山侧边期盼的双眼，是我的思慕。总北捉囊，垂尾董蛙，酿重给拢搭。相逢的欢乐，分离的忧伤，相聚的岁月。B 形容中心语。错记你妹为色 ok， 起心起美豆那错鞋。何许太阳的光芒下，绽放各种芬芳花朵。C 转折连词，加在动词词根后。让敦引起显敦门，是自利而非利他。写入点北涅巴塔克，塞沃尔女记伦贝门。智者能除诸过失，凡夫愚者却不能。南卡丁起土间局，碎本女己卡得门。鹏鸟能啄巨毒蛇，凡鸟乌鸦却不能。全作句与能作者，标示动作能做的成因，包括动作的主要作者、次要的工具、方法，以及最初的原因与动机。A 表及物动词的作者 Zenden Keki Kienrap Weselki Dalio Dimuk Mumba Rapselnei 具备如以盛会之豪光，消尽我心愚痴之黑暗。Daki推松给萨北，滚就松啦缺巴bü我以30所积善，悉以供养三宝尊。B 表使用的工具方法，色西杯去求心美豆针，日入灵犀明地减把敌。妙香片涂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云烟傍北女梦人体直，南烟美北给揪昂体胚。远恶近故或渐减，离散乱故善自增。瑞体瑞北让萨行，里悲秋窝唐逆切。松复松西归本源，明觉河中清浊分。灵体婆尾陈斗切，日住央萨北己阙。往之尽抛妄念断。六道深渊彻阻绝，气啦加日咕啦月，加日江妹咕啦月。一圈围墙围在外，杨柳围绕在墙边。C 表原因，日巴唐北却朗眼谢界，星辰语法起定见。米大举啦界北，且翠却属松。无常明心谷，心自向佛法。七蛙养央前北，雷略驴雷劫。人若常念死，必可懈怠魔。好，那我们接着来讲作格。因为
有点来不及啊，没关系，同学忍耐一下哈。那我们来看第三转身哈。好，那么叶松巴哈一样，那么叶就是判位词，好，格助词。好，然后呢，松巴是第三。好，这是判位词，或是你要翻格助词都可以哈。好，然后且巴波好到这里，且巴波是作者，或是你翻能作者。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哈，我这个真的是上了藏语中级很多期，我才发现哈，其实标示做个标签，后面不一定是及物动词哦。好，以前我们早期都以为一定是哦，不一定，不一定哈，真的有很多，有一课超多例子的哈，不一定，好不好哈？好，我们来看哈，好，第三转身哈，来南叶松巴，好来且巴杯，这里要 o 要变 u 哈。因为呢，阿 k 古语等同于然后加哈，所以 o 要变成 u。好，且巴不会炸，好，就是做格，好，简称且扎，且巴不会炸可以简称且扎。我们刚刚前面有个表哈，通常都是，因为那个表比较急哈，我们就用的是简称。好，那它的原始的称呼是且巴不会炸，能做格。好，我们简称做格。好，然后它有5个变体哈。那在那个善州书王论里面会说哈，它就是属格后面加一个萨的后加字。好，那当然阿吉古语就直接用萨。好，这样可以吗？好，添接方式一模一样哈。比方说，我们来看一样同音的先强。好，同音先强哈，所以卡跟萨同样的喉咙部位发音的，好，就用卡 k 古 k 萨 k。好，这样可以吗？好，同音，好，这是同音。前面那个实词的后加字，好不好？哈，这一定要讲哈。前面你要看前方的实词的后加字，有人看后面哈，然后有人看机字哈，你就会吐血哈。啊，前方实词的后加字哈，要听起来是贵州的嘛，后加字是不是接近声音的最尾端？好，所以要以后加字为准。好，然后呢，同音的先强哈，剩下的卡塔爬萨阳性后加字的塔爬萨，我们就归盖也的盖基古基萨基，这样可以吗？阳性的归它。好，然后阴性的呢，本来是拿拿麻ra 啦，好，那剩4个啊，因为拿已经被抢走了哈，被同音最大嘛哈，因为同音听起来就是贵州的嘛，那你同性跟我抢什么？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阴性的后加字就归它。好，那个中性的后加字哈，就有2个，就是2个去抢。好，那你可以反过来说，中性的后加字哈，r 跟没有后加字，它就是可以使用2种。好，这2种都可以哈。好，一个是分开音节，然后一个是合并音节。好，比方说我做，你就可以说你。比方说你卡拉啥，我们论文上都用示范哈。好，你也可以说蚂蚁卡拉啥，只是很少。好，口语很少人这样用，书面也很多。你也可以说蚂蚁，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那 k 一定要用 k 哦，哈。以前就有那个，我有一个案例就说，那个这2个都是牙哈，他要问那个葛西哈，他这也是牙，然后这个也是牙，好，那为什么这个要用 k， 然后多一个音节，然后这个用这个就没有多一个音节？然后葛西就说，你没有学松大，不算学藏文哦。好，我不敢翻译那一句哈。OK， 好，一样5个变体哈，这课本的哈，我帮同学标好了，同音的先抢，好，卡 q kisa ki 先抢前面实词的后加字是卡跟啊的哈，然后剩下的塔巴萨就归盖的 ga q gi，
好，拿马啥拉就归开的给它 keep。好，那如果中性后加字，好，包含啊后加跟没有后加字都算。好，那还有2种可以选择。好，你可以用分开音节的牙 keep 伊萨伊，跟合并音节的萨。那合并音节萨你就等同于萨后加念就可以，好不好？好，我没有写哈。OK， 好，那我们来看，这是第一句哈，是这个玄奘法师说的哈。好，那个全作句与能作者，好，所谓的作句就是作者跟工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早期那个翻译很混乱。我们刚好跟同学讲哈，就有人翻作格，好，然后有人说第2种用法一定要翻句格，好，那有的那个教科书里面教材里面就写作句格，就是很混乱嘛哈。其实你不管它，你就翻作格就好了。反正它有3种用法。好，标示动作能做的成因，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关键字，这个是关键哈，能做的成因。好，那还有3个哈，3个首先我们来看，我看我们一起写。有哈，好，它有包含哈，就是第一个主要的作者，好，第2个是次要的工具，这个有藏文的哦。好，我们这个西藏文法典研究的那个影片里面有。好，次要的工具跟方法，这是第2个。好，然后第3个是动作的成因，这样可以吗？好，主要的作者、次要的工具跟方法，还有第3个，好，那个动作的最初的原因跟动机，这样可以吗？好，原因跟动机哈。好，那这3个哈，我写这边好了。好，第1个是主要作者。等一下啊，因为后面可能很多哈，我写过来这边好。第1个哈是主要作者，后面也有图啦哈，但我怕不是在1张上。啊，主要作者。好，然后第2个呢是次要工具。我跟你讲，比起来作格比属格难太多了哈。好，次要工具。以前我同学说啊，这人很简单呐，后来上到作格的时候脸就变了哈。次要工具，可是我跟同学讲哈，有工具还有方法哈，我要跟他方法。好，然后第3个我们写简单一点，表原因。我跟同学讲哈，我们上很久才知道哈，因为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面都说，反正作格标签后面一定要用及物动词，其实不是哦。这个哈，主要的作者跟次要工具，方法没有哈，这个后面一定要加及物动词，这是确定哈。因为你有使用，比如说樵夫用斧头砍树，樵夫也要，斧头也要，这样可以吗？樵夫也要标示作格标签哈，樵夫也要，这是我们的基本例句哈，也要加作格。好，然后呢，斧头也要作格。这个我们有了，动词那一课就有哈，也要标作格标签。好，但是这个樵夫后面这个作格标签是标示主要作者，斧头是次要工具哈。可是方法及物不及物都可以，还有原因及不及物都可以，真的，我们有找到例子哈，及物也可以，不及物也可以。我们就在藏语中集里面找到，比如说，比如说鹅慢慢的飞，好，它慢慢的也可以用这个做个标签表示它的方式，来跟去哈都可以哈，就是不及物的动词也可以哈。你在表示方式的时候，还有表原因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使用及物动词，好吧？这样先跟同学讲，这是我们后来才发现啊，不然我们的教科书都写说这个反正配上做个标签，后面就一定要用及物动词。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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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当然主要作者跟次要工具，好，只要使用的是工具的话，当然是及物动词。好，那如果是表示方式啊，其实不及物动词也有它的进行的方式。
它虽然没有使用工具，可是有它的方式。表原因也是啊，哈，你不及物动词也有它的成因啊，哈。好，所以这要跟同学讲，哈，这是我们很后来才发现。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来表及物动词的作者哈，这个后面一定要及物动词哈。好，首先施动者，我们就直接翻施动者，就不翻作者哈。好，施动者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A 加做个标签的那个 A， 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比方说我们有两个句子哈，有一个是只有一个受词的哈，加上及物动词，后面一定要配及物动词哈。好，那也可以有两个受词的时候，好，间接受词要加拉类格，好，直接受词本体绝对格哈，然后再加上及物动词，这样可以吗？好，那它代表主要的作者哈，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谁所做的哈。中文没有错格标签，中文没有字可以代表做个标签，好，就是中文，反正我吃饭就是我嘛，哈，他们没有所谓这个做个标签，好，这个比较特别，好不好？好，但是你只要看到做个标签放在主要的作者的后方，好，那后面的动词势必是及物动词，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哈。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例子。好，使用及物动词的时候，及物动词就是我们上次跟同学讲，你去查字典，好，他会告诉你是卡介他对吧？对了，他只有告诉你后面三个音节哈。那因为我们已经入门下，所以我们要全写。卡介好，他对吧？这个很麻烦哦。好，以后再跟同学讲哈。能所相异动词哈，使用及物动词的时候，用来标示施动格。好，口语常常会省略，书面语一定要。好，佛经论点里面都有加，该加都有加哈。但是口语会省略，什么情况最常省略？就是当我们两个的对话当中，主词又是一二人称的时候，通常会省略。他认为没有歧义跟误会的时候，他就会省略。好，但是第三者进来他就会加，真的，他们那个反应很快。OK， 好，这个我要跟同学讲哈，我们我要跟同学说哈，以前有老师说哈，我亲耳听到有个老师说，一个句子里面只能有一个做格标签，错误哦。我可以找到50个句子里面都有2个做格标签啊，甚至3个都有。好，就是表主要作者、次要工具跟原因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都有哈。所以我要跟同学讲，不是只有一种用法哈。比方说这个是文书站哈，来真den kegi， 这里使用做格标签哈，这是 A 加做格标签哈。好，然后呢，这个也是，好，这是 A1 好了哈，然后这是 A2 加做格标签，这样可以吗？哈，好，这个真den k 指的是文殊菩萨，好，具备的您，好，然后这里呢，哈，这里的做格标签哈 ，A1 的做格标签标示主要作者，文殊站我们会教了哈。只是这个是太好的例子哈。好 ，A2 的这个做格标签呢是次要的工具，有点像那个英文的 by， 有点像 by 哈。好，那我们来看啊，真den就是指，这个 den 哈，我们也会教，它是一个广义的指人后缀。它本来是动词哦，但它现在是名词的后缀哈，广义的。广义的指人后缀，就我们的那个主人称、我称哈。好，它是广义的哈。那这个 J 是J 蛙是悲悯，好就不写哈。好 ，Kin Rub 的话是歇热的敬语，般若或盛会。好，歇热的敬语。好，为 s i r 是光芒，好，为是光亮，这个 s i r 是那个毫光，这是张老师说的哈，就是这样，辐射线，或是那个佛陀的背光，
它是这个毫光，所以这个是张老师翻的。辐射，好，那我们来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巨杯的你是主要作者哈。来，尖颠有一个连读变音哈。好，这个拉上加，第二个音节拉上加，造成第一个音节 n 的韵尾。好，我们念那个前后都念一声。有个尖颠是美丽的嘛，好，那尖颠是巨杯的哈。尖颠 kegi 哈，巨杯跟你之间是同位语，这两个是同位语哈，所以它这里用本体格哈。尖颠 kegi can rap with silky 哈，好，具悲的你哈，就是慈悲的你，具有悲悯的你呢，好，然后呢，透过盛会的毫光，这样可以吗 ？can rap with silky 这个 can rap 跟 with 中间可能有一个省略一个属格，好，但是寄送常常会省。盛会的好光，这样可以吗？好 ，can rap with silky 好。这个是主要作者加次要的工具哈。它这里哈，这个是第二句了哈。好，好，就是刚刚的哈 A1 哈 ，A1 加作格标签哈，然后再加上 A2 加作格标签哈。好，然后接着哈，这里的是直接受词哈 ，B 本体绝对格哈。好，那这个 rap 哈，那个动词是这个，好，就是那个及物动词哈，消除，而且它是 V1 哦哈，因为我们后文没有哈，然后这里是然后，好加上动词尤其是过去式哈 ，V1 如果是过去式的词根之后，再加上重格，我们礼拜五会教哈，然后呢，我们后面表示暗示后面有 V2。好，那个 V2 你天涯海角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好吧？这就是文法标记哈。那这个 rap 是一个副词 ，rap 副词是 adv 哈。你如果还原它是 rap， 我们明天会给同学副词的那个讲义，我收集很久，应该还没完全啊。我就说啊，因为有同学要哈，我就干脆就分享哈。好，那的瑞丁木有一个属格哈，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好 ，o 要变成 u。好，打落是我的心，好，一样有省略属格哈。好，应该是打起落哈，那没关系，那个寄送嘛哈。打瑞丁木是那个鱼吃，三毒当中的吃。好，我们巴是这个黑暗。好，一样，它这里可能也有省略一个属格，我的心里的鱼翅的黑暗，好，可能有省略哈，那没关系哈。好，那 rabdu say 呢，就是完全的消除，这样可以吗？好 d a r e d i mu mumba rabsel 呢，好，然后后面还有 gatan danger 哈，那反正我们会教哈，这样可以吗？好，就这两句，这两句哈，要一起看了哈，就说呢，主要的作者哈，然后呢，次要的工具好，然后直接受词好，跟这个动词，而且它是 V1 好，还有 V2。OK 哈，然后这里哈，对，这也是两句要一起看哈。这个好像是往生净土祈愿文哈。好，没关系，我们来看哈。好，答题是 A 加上做 A1 哈，这一样有两个做格，我就故意找这样哈。好，然后提孙给萨北是 V2， 不是是 A2， 对不起，A2， 这样可以吗？哈，那我们的第一个作格哈 ，A1 的这个作格标签标示主要作者，一样哈。以后这种句子会很多哦，就同时有两个作格哈。好，然后呢，30所积善的这个 A2 标示的这个作格标签，表示的是次要的工具。不要说30所积善不是工具，拟人化哈，所以这里有点像百，好，我透过或我以，好，那答是我，好，然后呢，提出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就是30比30好，过去、现在、未来，包含所有的时间，好，
给是给挖，好，它有缩写哈，因为寄送一定先砍后缀哈，好，所以给挖名词后缀会先被砍到哈，会被砍掉哈。那这个 sub 法是基句，它是动词哦，及物动词哈。好，但没关系啊，他这里他说我是主要作者哈，然后次要工具就是说我在所有的时空里面，好，生生世世，好，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生生世世里面，好，所积聚的善业，好，这里的萨巴哈，他把这个动词名化之后，好，把它变成名词，然后当成是他这个要献，就是献供养的一个供养物，这样可以吗？好，好，就是透过这个来献供养，好，所以这里要把动词名化，动词名化的概念比较难懂哈，我们又慢慢教，可是它还是动词哈。好，加上后缀，动词名化哈。打起提孙给萨北，好，我以30，好，所有的生生世世所积聚的善业，好，然后呢，这 C 加拿了一个，这很标准例子哈。一样，我把前面写上去哈。好，我主要作者哈，30所积善，次要工具哈。好，然后呢，这里是 C 加拿那个。好，那这里哈，我要跟同学讲哈，我们明天会讲哈，就是藏人上师会说这是叶格兔，范文里面会说是 for， 好，就明天再说哈。然后这个是 B， 本体绝对格哦，直接受词哈。好，那比喻的话呢是及物动词，这样可以吗？好，我呢透过什么30生生世世所积聚的善业，好，然后呢间接受词是谁呢？好，三宝，好，滚秋松哈，三宝哈，然后呢线上什么呢？直接受词是供养，线上供养，这样可以吗？好，好，所以呢滚秋松啦缺八比，好，那你可以记这个，一样哈，我们不要忘记有3节动词，我们就赶快记。好，你可以把这个直接受词哈跟这个及物动词就当成3一节动词背，好，它就是供养，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这句很好，你不要每天念的课诵都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好，来打起提孙给萨北，滚球松啦缺八比，好，我以30所积善，好，然后供养三宝，好，好，然后呢，再来是表使用的工具跟方法，哈，那刚刚有跟同学讲，哈，其实如果工具哈加上的做格标签，后面一定要是使用是及物动词，这样可以吗？在这一点来讲哈，表示工具跟方法的时候，好，如果像樵夫用斧头砍树，还有刚刚的那个献供养，好，这个就是他那个那什么那个30所积善就是他所献的供养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后面一定要是及物的动词哈。可是如果是表方式再加做格标签，及物跟不及物都可以哈。这要跟同学说，这我今年去年上学期秋天的时候才加上去的。好，也是因为藏语中记里面的例子哈，我才发现恍然大悟哈。好，那表示次要的工具或方式，这样可以吗？那如果工具，当然后面使用的一定是及物动词哈。可是这里少打一个 V 哈，等一下再讲。好，那但是如果是表方式的话哈，其他后面及物跟不及物都可以哈。好，然后呢？对，这个一样嘛哈，表工具多半使用于及物动词没有错哈，但是表方式也可以用在不及物动词，所以表示及物不及物两个都可以用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哈，都有哦，我都有找到例子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瑟西不会去求新美豆针哈，这个我要跟同学讲哈，这个哈没有主要的作者，主要作者应该是我们 A1 省略。好，很多那个寄送都会这样，因为它不会一直重复说我们怎么样哈，所以它 A1 是省略的哈，加做个标签，主要作者省略哈，然后这个瑟西哈是直接受词，好，不会去是 A2，这里的做个标签是表工具 ，OK 好，好，然后那个求是及物动词涂抹，
这里它使用的是及物动词。好，这个行进心我们那个之后会教哈，并列连词，而且它不自由虚词有3个变体哈，并列连词。好，然后美豆是后面的这个，这个哈涂抹的直接受词是这个大地哈，然后这个铺设哈，这及物动词 one 哈，然后及物动词2的那个直接受词是这个，混乱哈，好没有关系了哈，反正这个很棒的句子哈，谢曼达。好，我们来看瑟西，好是大地哈，好，主要作者省略，好可能是我们哈。好，我们透过什么次要工具哈？好，次要工具，我们透过，或透过都可以哈，有点像 by。好，我以熏香水哈 ，by chu 就是熏香水哈，然后呢涂抹，直接受词是这个大地，好，这样可以吗？哈，然后呢，并且呢，我们铺设，好，当然你也可以说在大地上铺设花朵也可以哈，但是这个铺设直接受词是这个花朵，好，美豆章好铺设花朵，好，把这个大地好妙香片涂花散之大地哈，好，把这个大地用熏香水涂抹，并且呢，铺设了花朵，这样可以吗？好，谢曼达。第2句也是哦，好，我们中文是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现，好，但是藏文其实是妙香片土花生之大地，好，所以中文我们要把它倒过来哈，好，日日灵犀宁得减巴迪哈，好，我们来看日日灵犀，好，须弥山跟四周，好，中间有省略一个那个唐字汉，并列连词。因为这不是同位语哈，它是并列连词哈，那这个也是这一句里面的直接受词。好，一样啊，它的 A 主要作者还是省略哈，好，还是省略哈，然后这个是 A2 次要工具。好，以日月来庄严，好，这个须弥山跟四周，好，这个须弥山跟四周呢是佛教的里面的一个那个气世间的一个概念，好，这样可以吗？好，南瞻部洲的一个概念，好，就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好，那旁边有这个4大8小洲，好，你用念谢曼达的时候就有哈，那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宇宙观。南瞻部洲哈，好，那个减法是我刚好去查，这个是及物动词没有错哈，好，是及物动词，好，然后那个要把它名化，好，名化之后才能加这个指示的代名词，好，我将这个好这个用日月庄严的须弥山跟四周，还有用这个熏香水涂抹跟花朵铺设的这个大地，好，然后呢，当成这个献供养的这个，当成献供养，哈，就是以它来献供养，哈，献曼达，哈，这样可以吗？哈，好，瑟西不会去求星美豆针，哈，日日灵犀拧对，这样念拧，这里有个连读变音哈，跟刚刚的拢搭一样哈，拧搭，好，拧对减巴迪，好，然后后面好像有观想成佛的净土，三界行土密得毗瓦夷，好，把观想成佛陀的净土，好，然后这个，这个，忘记了，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后面哈，这里哈。这里哈，我们第1句的这个哈，是我们第3点表原因哈，所以我就故意找这种很多做格的在同一句的例子哈，这个哈刮起来表原因，好，然后呢，这个是第2个的哈，
表方式，不是工具哦，表方式哈。为什么呢？哈，因为它这个及是不及物动词哦，减少。所以你看哦，表方式的话哈，比如说它是怎么样的减少呢？哈，它是有个次第哈，渐渐的减少。好，rinki 的话就是逐渐的，按照次第的，依照次第的哈，所以这里也有点拜的那种味道哈，依次的，好，或是渐渐的。好，你看什么会导致好烦恼渐渐的减少呢？好，就是你要断除你的恶境，恶劣的对境哈，不一定是地方哈，人也算对境哈，恶劣的对境啊，这里是动词，好，因为断除或是远离，好，断除恶境的缘故，好，然后导致你烦恼会逐渐的减少，这样可以吗？它这里的哈，这里的表方式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跟它对比的，好不好哈？远离恶境哈，断除恶境的缘故哈，这是表原因哦。上面是因句，下面是果句。好，远离恶境，好，断除恶劣的对境，坏朋友啦都算哈。好，断除恶劣的对境，好，会导致你好会导致的果哈，会使得你烦恼渐渐减少。OK 好，好，然后呢，你看它刚刚是渐渐的，它这里是自然的，哈，这很好玩哈。好，然后呢，那边美北一样哦，这里刮起来，没有涣散的缘故，这也是表原因。好，然后呢，这是第三种哈，表原因哈，然后这个是第二种，表方式，不是工具哦，表方式哈，因为那个不及物动词没有工具哈，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理清哈。好，然后这个 pay 也是不及物动词哈，而且呢它是不自主的，好，而且它是自动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跟它相对的他动的动词，好，叫做 bear， 使动，好不好？我一直改不了口。好，有一个跟它相对的使动的动词，好，是这个。使动一定三位一体哈，一定是及物自主，而且使动。好，等一下，今天不知道在写什么。萨巴的巴，全部被拉边了。好，这个是它的 pair 的使动的动词，跟它相对的哈。好，那你看哦，那烟是涣散，它是 number 的烟瓦缩写哈，没把是没有。好，没有涣散的缘故，好，远离或是没有哈，没有涣散的缘故会导致，上面是因句，下面是果句。好，导致什么呢？给 juro 是善行，好，然后刚刚是 rinki 值，对不对？渐渐减少，它这里是 ranki pair， 自然的增长，好，所以这里这两个一起哈，是自然的。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刚刚那个好像那句哈，像这个很有意思啊。刚刚那个好像是说你会受那些坏朋友影响嘛，那这样断除那些恶劣的对境哈，那你的烦恼自然会慢慢的减少哈。可是他这里的是说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如果你没有涣散的话，就是它这个有点像被动的感觉哈，那这有点自动的感觉哈。好，所以你的善业就会自然的增长，好不好哈？上面那个就有点说像那个。我是刚刚说他要去跟同学出去，然后去宠物餐厅。我说你有没有宠物？好，他就说他要去找宠物陪。我说你不要去柬埔寨哦，我就很害怕被他拐去柬埔寨哈。好，就类似这样哈，就有一点点是那种这个语感同学自己体会了哈，就透过那个副词哈。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哈，也是哦，你看哈，略给略背。好，这个略起略把哈的这里哈，它是这里是哈，
这个是第二种表方式，这很有意思哦。我跟你讲，我可以找50个，有2个以上的做个标记哈。然后这是第3表原因。这个是好像密勒日巴道歌还是惹琼巴，我忘记了哈。略给略北就是你以轻松的方式放松的缘故，这整个是音句。好，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持自己的本分。好，自地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掌握自己所在的、所存在之地。好，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意思。哈，让萨行就是直持自地。等一下，我标一下哈，让萨是这个一样，它主词是省略的哈。这个让萨是行的及物动词哈的直接受词，本体绝对格哈。好，然后呢，这个比较难一点啦，反正一起哈。好，这个是一样哈 ，B1 及物 1， 然后这是及物 2， 好，然后这是 B2， 直接受词哈，也是那个绝对格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只要你能够轻松的哈，就是可是这是有次第的啦哈，不是说你现在就这样啊，就某一个阶段任运而成的时候，你只要略给略北两萨行，好，你只要轻松的，比方说我们修订到一个早期会有昏沉调举嘛，可是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作形，啊，你就不需要任何对峙，好，你就反正有妄念，你让它自然升起都没有关系哈。好，那你只要以自然本源轻松的状态，好，略给略北让萨行，就是能支持自己的能够支持自地，好，然后呢，里杯去窝，好，你的这个好，我觉得这样好了，等一下我改一个，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到这里哈，里杯去窝是这里的这个一起看哈，躺逆切一起看，分清楚一起看，好，然后这个是 B2， 好像比较好哈。那个以后很难的啦哈，它扩充乱七八糟，没有扩充的很丰富，很难解哈。里贝出窝就是你明觉的河流，这样可以吗？好，它就能够分清楚。好，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分清楚你心中的妄念，好，跟你心中的这个清净，好，你就可以自然分出来。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略给略北让萨行某个程度，不是一开始哈。然后几杯出窝躺逆切，好，你的明觉的河流当中，你自然会分出清浊，它自然污浊就会沉淀。好，那这个可能跟那个如来这样的说法是有关系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也是哈，而且这里有一个很难，我刚刚去找一句哈，我刚刚上课前还在打，我去找一句18年前张老师说过的话。可能不止18年前哈。好，我们来看啊 ，linky proway 其实一样哈，这边也是一样，这里是表工具。好，然后这个是表原因。好，那你整个刮起来，这就是音句。好，然后你看啊，后面就是果句哈，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那个往之尽抛哈，这个零是往古哈，那这里是它，你看这里是表工具，你如果直接翻拜，其实会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可以理解，但是有点怪怪。你就是说，你以网子来抛却，其实不是哦，它要抛却的是网子，这样可以吗？所以它这里的拜有一点点简别义，这个我们等一下有例子哈，这个很难，这要讲空性的时候就会用到。好，它其实是要把网子去掉，把网子抛掉。好，就是你运用网子的这种方式，你要把它抛掉，你要整个一起看。好，零给 pro way 哈，你就是抛弃了网子。好，就是你的被英文绑架那个绑架桎梏束缚。好，如果你抛弃这个桎梏。就是运用网子的这种方式，你把它整个抛弃掉，好，你的妄念程度就是妄念，好就会断绝。好，这个是
直接受词哦，本体绝对格。这里的切是及物动词。我这个我这倒歌哈，有点难哈，有点难。虽然我觉得已经比那个简单哈。好，拟住是那个主外拟住哈，就是六道众生哈。这个哈，他把六道比喻成深渊，六道轮回比喻哦，这比喻哈，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好，然后这是直接受词一样，本体绝对格哈。然后这里有个北给哈，也是表方式。它有点像副词哈，我们有的副词会用那个来了一个，有的副词会那个有点像会借作格，好，会怎么样断绝呢？完全的以完全的方式去断绝，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里应该比较像副词，然后这个是表方式，刚刚那是表工具哈，这是表方式。好，以完全就是彻底的。好，你看他翻彻主角，这不是我翻的哈，这应该是张成基老师翻的。如果是密尔日巴道歌的话，哈，好来 linky proway 程度切。好，如果你这样网子哈，你桎梏你的网子，你能够完全抛弃的话，好，你妄念自然会断绝。好，记住央萨，央萨是那个深渊，悬崖深渊。六道轮回的深渊，好，你就北给却，你就会彻底断绝，彻底阻绝，这样可以吗？这例子多好哈，有点难了，有点难，真的有点难。法义啦，法义，文字还好哈。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比较简单哈，这个是以前有一个，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例子哈。以前有个电影叫做《喜马拉雅》，哈，同学应该有看过，就是那个有一个老人，然后赶着那个牦牛，白色牦牛，然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要去运送盐，好的那个电影哈，里面是讲藏文的哦，各种语音都有，我有仔细听，同学可以去看哈。然后里面这个是喜马拉雅的电影的主题曲，好，它里面有一首哦，真的很好听，非常好听，同学可以去听哈，我有原声带。就抠的啦，啊，有人给我，然后把它抠起来再还给他哈。好，然后呢，它这里面哈，有人说这首歌哈是描写那个我们上次跟同学讲的哈，在那个喜马拉，不是喜马，在对不起，在布达拉宫的后方有一个叫中角路康的公园，好，那里面有一个龙庙，有人说这个是描述那个龙庙，有藏人这样讲哈。可是我要去看的时候，它没有开放哈。有同学好像真的有看到哈。那它是怎样？你知道？它是在那个那个布达拉宫在修建的时候呢，它有使用很多的，因为他们那个建筑都使用夯土的哈，所以它会有挖掘大量的这个泥土哈，然后呢会形成，就是因为挖掘有一个凹洞嘛，就形成一个堰塞湖。好，它算是人工的堰塞湖哈。那因为雨水的那个积聚，所以形成一个湖。我本来听他讲，我以为那湖很小，我去看超大的，它上面可以划龙舟比我们的碧潭还要再大很多。还有划龙舟哈。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它这里的湖的中间呢有一个龙庙，没有很大，小小的。那里面很漂亮哈。然后呢，它在那个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面哈。好，然后这是湖，然后它有一座桥，好像是这样哈。然后有围墙，好，然后有杨柳，好像是这样，反正很漂亮，对不对？等一下，围墙应该是在岛上，我也忘记了哈，就蛮久。好像是描述那个，不晓得了哈，就是无法判定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哈，气啦的啦是一个一格。好，然后呢，这里哈，我们当成第二个表工具。好，然后这里有个啦哈，是连接词哦。
次。OK 好，然后呢，这里也是表工具，它这个轻松看了，就没有刚刚的那么难。好，也是表工具。表工具、表方式都可以哈，表工具哈，好，表工具哈。然后它这里哈有一个咕噜哈，咕噜是使动的及物的哈，及物使动的也是自主的哈，那没有关系，我们就现在先看及物哈。然后这里有个连接词，对不对？好，这里有个乐是存在哦，哈，就是围绕而存在，存在动词。都一样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它外面哈，就是这龙庙外面哈，气啦加日，好，在外面呢哈，被围墙所围绕，围绕而存在，好，气啦加日咕啦月，好，然后呢，这个围墙呢外面又有杨柳，好，我这个杨柳应该是在围墙外面，反正就杨柳，哎，那个我以为拉萨哈没有什么植物，没有，它杨柳超漂亮，茂密漂亮哈。然后那围墙又被围墙又被杨柳围绕，又被杨柳所围绕。好，所以加日江内咕啦月，这样可以吗？好，气啦加日咕啦月，好，就是这个龙庙的外面有围墙围绕。好，然后呢，这个围墙又被杨柳围绕，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加日江妹咕啦月，好，杨柳围绕在墙边，这样可以吗？超美的这首歌哈。好，他说里面有一个珍宝，好，囊啦努布修啦月，好，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好，就是他这首歌哈。好，那这个我刚刚打的哈，就是刚刚上课前的时候打的哈。因为呢，以前我们曾经有陷入争议哈，因为以前我们班的同学，那个时候我还没当老师哈，是他们去跟那个，我记得是张老师还是黄老师，好像都有，两个都有哈。就是做个表工具跟方法的时候，第二项的用法有时候会表简别义，好，就是某个部分，它代表的是某个部分，你要整个一起看，而不是说以那个好，我要跟同学，比如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往之尽抛，妄念断，有点像这个哈，这个真的很难哈。你如果不能理解就算哈，因为这是今天我刚刚才打的哈，我本来也不想放入，我没有放入讲义当中了哈，本来也不想在课堂上讲哈。好，就是做个表简别义哈，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以前就是有一个让心体竹背东巴哈，让心体竹背东巴要念动词哈，它是什么呢？自性成立空，这个很妙哈。我看一开始是这个哈，这句很难，我刚刚想到的，我赶快去查哈。那个张老师讲的哈，他只讲一下，我抄也没抄哈。好来，捧巴捧杯米东哈，那个张老师那个时候说的是让心体东巴哦，好，可是我去查，他只有点住哈，那我就用点住啊，因为我怕万一有错就不好哈。那个怎么翻呢？哈，瓶子不以瓶为空，好，瓶子的空性不是说瓶子本身是空的，这样可以吗？好，它是呢，点住是第十成立哈，点住给东巴，给东哦哈，我们以前是捧巴捧杯米东，让先给东巴哦哈，那但是有点不一样，这我刚刚网络上查的哈，他说点住给东哦哈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第十成立的这部分是空的，这样可以吗？好，这是以前那个那个叫什么？张老师跟我们说的哈，他下面这句他其实是让心体东巴哦。我在查了啊，因为我要确定我18年前没有记错哈，让心体东巴哦，而且它有这个让心体东巴哦，可能要念动词哈。好，捧巴捧杯米东哈，让心体东巴哦哈，就是平不以平为空，以自性空。好，那这个差不多了，换汤不换药哈。好，他的意思说，瓶子的空性不是说瓶子不存在是空性，而是瓶子是第十成立或自性成立的这部分是空的，这样可以吗？哈，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哈，如果你在哈，这很麻烦哈，如果你是哈自性空，让心体主北东吧哈是比较那叫什么原来的写法哈，那他们后来会简写成自性空。这很麻烦呢，这有什么好吵的？
好让行起东吧。好，他就说自性空，这就所谓的自性空。自性空跟自体性空、自性性相成立空哈，这个你如果是应成派的话，它是同意哦。好，自体性、自性相、自性都是同意的哈。好，让行起东哈，让行起东吧好了，让行起自性空。以前就是有同学哈，就是他会。以前那个自空他空还是什么觉囊派，有一阵子就是很争议，我从来就不陷入那种争议当中哈。然后他就说，自性空，他说如果这里哈，如果这里的坐格哈，假设是表，就是两派同学在吵架了，玩 gay 了哈。好，然后呢，他说如果是表哈，我要换颜色哈，如果是表主要工具的话，那你就是自性本空哦。就是主要作者嘛哈，自性本身就是作者，对不对哈？你如果表主要作者的话，就是自性本空。好，那你表次要工具的话，你就说好像自性是另外一个东西，是以自性空，就变他空。我你脑袋空空了哈。次要工具，我觉得有什么好争的呢？哈，主要作者跟次要工具。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搞不懂那个到底是什么哈。好，所以讲行起东吧，哈，你如果解释成主要作者，哈，有同学就说自性本空，那你就自空的，自空派。好，那如果讲行起东吧，你的是次要工具的话，你就是说自性是另外一个事情，然后你是透过自性让它空，所以就变成它空哈。因为这真的是有毛病哈。好，然后到最后那个好像黄老师哈。张老师是跟我们解释后面那句哈，瓶子不以瓶为空，是自性成立那个部分空。我觉得那个解释就很好啊，这个就变自空啊，然后这是他空。可是我觉得不同的中译自空他空那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气什么哈。然后觉囊派好像什么争议，我不知道哈，我从来就不管那个哈。好，所以你看啊，如果讲行起主把，就说自性成立的以自性成立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这里的萨我们要当简别义，这个也是哦，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坐格，这个你勉强可以说表方式自性成立的这个部分，好，可是你这里真的要当成简别义，好，就是它是某个部分是空的，自性成立、第十成立这个部分是空的哈。那你如果去请格西们帮你们解释，他们也是这样子解释的。这个我也是问过很多老师哈，你不要去管那个自空他空啊，那关你屁事，好不好哈？那个我没有什么意思了哈，你那个。佛教不是叫我们要消除二元对立嘛？哈，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吵架，然后说你是自空还是他空派？好，我觉得他脑袋空空。好，那我觉得张老师解释也很好哈。那盆巴盆杯米东，好，瓶子并不是因为瓶子本身而是空性的，好，不是因为瓶子是空的啊，好，它是因为它第十成立的这个部分哈，点住给东哦，它是这个第十的这个部分。是空的。第十成立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有点像常依自在的，不依靠因缘和合而来的，好，还是第十成立的，好，这样子的这个成分哈，你只能说简别的意思就是说，某个部分是空的，这样可以吗？哈，好不好？这个听不懂就算了哈。因为我不想介入别人的纷争哈。好，然后我们来看表原因。表原因其实刚刚就有了哈，可是表原因很奇怪，通常都是一个句子因句之后，所以你要特别记得哈，原因句的最后的动词词根，你一定要加上后缀。好，一定要加后缀哈，要加动词的后缀。通常啦，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个不一样的哈，可是我找到的例子都是那个原因都是一整个句子。好，所以那个整个句子的动词后缀要加上去，然后再加坐格标签，后面再加果句，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那我找了几个，其实刚刚就有哈，就混着有哈。表原因与动机，这个要跟同学讲哈，及物不及物都可以用，都可以用，真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啊，比方说像这个都不及物动词哈，这好像也是弥勒日巴的道格哈。好，喜巴唐北，好，这里是原因。把它刮起来，表原因哈。第三个表原因，
好，所以上面是音句，下面是果句。好，这个是果句。好，那我们来看它的音句是什么？哈，日巴唐北，只要你的名爵，好，这个宁玛派好都翻爵，好，你的本爵，好，你的本爵如果沉静的话，好，你对语法这里叶格跟一格好像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好像都可以。位格好像就比较不好哈。好，对语法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定结。这里的 get 是不及物动词哦。好，你对于你只要你的内心保持清净的话，好，你的这个本心好保持清净的话，好，你对语法自然而然你就会产生定结。好，这个眼线不能是显而未定式，也不能是似差异。好，它必须是确定的，好，就是在觉知啦，哈，好，必须是确定的见解哈。好，对语法就会产生定结哈。嘴巴唐北却朗眼谢叶哈，这里的唐把是动词哦，所以它词根你要加上把或者是哇，再加，而且通常是合并的上，通常我好像比较少看到不同的例子哈，它就直接加上上，不会加以，就是直接加上哈，合并的上。好，所以嘴巴唐北却朗眼谢叶，好，你只要内心沉静，对法自然会产生定见。好，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好像是，也是一首道歌哈，它名字叫什么？六种无常的什么？忘记了，很久以前唱的啊，一样整句刮起来表原因哈，它都是句子哈，都是音句哈，然后这里是第三种表原因。同学可以先下课哈，好，然后呢，下面是果句，好，上面是音句哈。好，音句是什么呢？哈，如果你在新相续当中，哈，这里是一格。好，如果你在新相续当中升起无常的话，好，这个有点像虚拟的一格。好，新序里面米大介吧，好，就是升起无常的话，好，然后你的且测的话，就是你所作所为，所有的行为，好，你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会趋向语法。好，这里是叶格哦。好，然后这个松是趋向动词，不及物动词。好，自然会靠近佛法，趋向佛法。好，这样可以吗？好，你的所作所为，第二句的 A 是这个。好，因为松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它这里是绝对格。好，然后呢，这是 B 加上拉类格，什么都可以解啦，你按照我们的方式都可以解，好不好？那上面原因句，好，就是这个是 A。好，一样这个 get 哈，这个 get 是刚刚那个 get 的过去式哈。如果加塔就不一样啊，加塔它就是使动的哈，这个也是不及物的。这样可以吗？哈，好，您新相续哈，或是新序也可以。新序当中若升起无常的话，好，它会导致你好这个所作所为都趋向于佛法，这样可以吗？好，观修无常。OK 哈，这个也是啊，常常念死哈好像同一首，我记得好像同一首的哈，一样哦，这也是原因哈。好，表原因。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念的时候，我们要念七蛙养央前辈，你不能念七蛙养央前辈哦，前辈会变疑问词，就口语的疑问词哈，口语的疑问句哈，那会说，再三思意念死亡吗？就变成疑问句，所以安多人很不喜欢，那个疑问句是用这个背哦，因为他认为会跟表原因搞在一起哈，他不喜欢哈。所以你念的时候要小心哦。你要念七蛙养前辈，念轻声哈，养前辈不能念前辈，拜托
啊，那会变疑问句哈，会导致你错乱哈。好，所以呢，再三意念死亡的缘故，好，会导致呢你从这个雷很好，你知道吗？礼拜五教哈，雷是从哈，然后这里是表离心的哈，然后劫是这个是及物动词哈，可是这个钱哈是不及物。OK 啊，好，你会战胜什么呢？好，战胜懒惰的、懈怠的魔。好，所以你从哪里得到胜利呢？从懈怠的魔得到胜利。哈，那雷跟雷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格是雷，两个都可以当来源。好，可是你只要有离心的、有逆向的，好，比如说脱离生死海，好，或者是说战胜懈怠魔，你只要是有离心的、逆向的，你都要用雷，不能用雷。有时候可以混用，就是两个方向都可以的时候可以混用，但是有时候不行，好不好哈？好，那我们也是很后来才发现哈，这是一个副词，再三哈，可是很后来才发现那个两个重格当成来源是不一样的意思哦，这是很晚，也是藏语中级上完才发现哈。好，那个意念的这个对境是这个死亡哈，意念再三意念死亡的缘故，好，你可以从懈怠的魔当中取得胜利，这样可以吗？战胜懈怠魔，好不好？就不会说啊，明天啦，然后后天哈。好，那这里有几个这课本的就几个这叫什么？片语好，就是说如果它要当表原因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跟着几个片语，比方说 kareki doki 这几个都一样哈 kareki wonki 这个属格你要自己变哈。还有 kajeki genki 后面不用，后面我帮你变哈。前面这个第一个你要自己变，因为那个实词我不知道，好，你要自己变哈。好，这样可以吗？这三个哈 kajeki wonki、kajeki doki 跟 kajeki genki 都是表原因的片语，好，就利用第三种表原因的这种做个标签所形成的片语哈。我们拿了一个有一个，位格有一个，好，就是它会形成这样片，会更清楚，好，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口语或是书面语，你没办法判断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当成原因还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利用这种片语，会让它更清楚，好不好？哈，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哈。我们今天的做个标签哈，其实我早期哈都用这个。我早期都用那个李昌钰博士的例子来举例，好，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名相很混乱哈。那有人说作格啦、句格啦、做句格都有哈。其实你看哦，李昌钰博士都有教我们哈。我们第一种哈就是主要的作者哈。我这样教小朋友马上就听得懂哦，主要的作者哈。我们不要去分那什么做句格了，它藏文就只有一个名称而已哈。好，次要工具，还有原因跟动机。好，李昌钰博士他查案子很厉害，他都说狼袭向台，好，凶手是谁？好，那个凶器是什么？好，是用枪还是用刀？他动机是什么？动机有时候要查，当然是随机的，还是蓄意的，还是那叫什么？蓄意，好，那个罪责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工具你要看它有没有符合伤口等等之类哈，以免造成冤案哈。像这三项哈，主要作者、次要工具跟原因跟动机，原因跟动机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哈，总有个原因吧。就算随机杀人，它也有它的原因嘛，跟动机哈，这三个都是促进这个动作能够成立的原因。好，所以它都是动作的能作音，这样可以吗？能作音哈，好，好，那但是我们要特别跟同学讲哈，因为我们早期就是因为这样哈，所以我们会误以为说这三个刚刚那三个用法，通通后面都是及物动词啊，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不是哦，所以这要跟同学说哈，除了主要的作者跟次要的工具，好。后面必定是使用及物动词，你只要有工具，一定是要是及物的啦，好，不然你要工具干嘛？好不好？哈，好，那但是呢，如果是第二项的表工具跟方法的方法，跟第三项表原因，及物跟不及物两个都有可能，
这样可以吗？好不好？这要跟同学稍微声明一下。OK， 没有了哈。好，那我们明天呢要讲的拉类格会跟动作的果有关，啊，很多项没有关系，它都跟动作所做的，好，刚刚是能做的因，好，那我们明天拉类格都跟动作所做的果会有关联的，好不好？好，那我们明天课会稍微重一下。我的稿子写少一点好了，好，那我们明天见了哈，来伤筋节勇，拜拜。没收到讲义同学再用脸书跟我说，不然你就跟学校说，明天还可以哦。明天不行了哦，今天就礼拜二了哈。好，你用脸书跟我说哈，好，拜拜。